Okay, go live. công叫 producer 做工 Mr. Producer công做工công help 看者 I think 聽無啦，mute 掉啦都。來吧來吧，有啦，我聽到。有聽到。OK，等我 start 啦哈，等陣。你記得 record 一次。各位聽眾，我未記唱，我唔會食，係咪食啊？食啊，鬼食啊！藍青色啊！即食成 tip top 嘅咧，即唔成啦，安尼藍，但我冚埋去。各位聽眾，歡迎你啊！這部咪夠大聲，歡迎讓到對來收聽本來好嘅節目。這個禮拜我特別嘉賓是老趙奧迪都，歡迎。這個禮拜嘅聽眾是老趙英國的，你冇講話，你mute掉。Hello， 大家好。搞個 atmosphere。我啦，而家留咗我成 night club。係咪成 night club？我不看到一邊嘅啫。有個有老趙到嘅歡迎。冇聲喎，你 mute 掉。Hello， 大家好。真係細聲嚇，即到嘅。有個有點，個有400個點九，歡迎400九。大家好，感謝兩位參加本來好見嘅節目。當今咧，我是會我們講幾個數啊，特別我會我講幾個數。這個禮拜呢，這400九講要特別幾物嘅俾個人講，來歡迎。OK，所以這是我嘅個啲伊 bachelor party 按怎講啊？福建話。哦，bachelor party。你教英嘅老聽咩？老聽咩？所以是老聽咩？伊就我人啊，咧什麼事啊？就我人去伊厝參與老聽咩啊？And then 我叫好去圖有物件食，真係老早。And then suddenly 我嘅嗰啲嘅 uncle 啊，伊條上身。接線，幾接線？伊接線。Then 特別唔是幾接線，是係咪接線？是紅光，伊個大神爺啊！大神爺係咩？大神爺孫悟空啊！哦，孫悟空啊！係大聖爺。哦，你知啊？是蝦米嚟 ？Monkey God。哦。誒，伊出是啱咪嗬？唔是啊，普通嘅做。普通嘅做。要拜迄個。嗰正嘅啊！我是看伊個平時拜觀音嘅哦。所以伊個 uncle 就熱線了，伊個 movement 搞了是上教安尼款咯。整個老教呢去啊？
上个搞哦，喲咧咧伊人带伊去观音的头前拜拜，處啦，伫厝内面应该是啉酒甲，呢是醉啊，毋是伊是最头先，and then 互伊个大神爷入神。哦，因為伊個movement加了講話本是上加搞安尼款，搞完咗講話，啊，對，安尼講， Good question. 唔知上加孫悟空講話安尼款咯。孫悟空安怎講我唔知喎，你知伊個個大啊？高大啊，個大毋是有時我調住班，聽咱做調住班，看做大戲時候是講，安尼款你咯。講我是安怎呢？有我 try to imagine 安怎伊，所以伊個人是有相信即個 Monkey God 嘅頭先了啦。是。所以啲入面伊個腦伊本是有相信。哦，啊無真是看戲嘅，看戲嘅迄個pattern 我講話是。應該是啊。咧，有人帶伊去觀音的頭前，拜拜一下，then 問伊互我的 colleague 互伊 blessing 咯，上加教因before 教因的 blessing 你知啊安尼。I think 是到8點8點半鐘，then 8點鐘then 都無事了啊。哦，你咪是嚇死人噶啦你咪是超伊嘅你驚曬個紅頭，maybe 是要到對整蠱伊。你安怎過夜是伊知哦。That one that one 我 not sure 應該是去困了醉了啊，所以所以無信即是都跋倒困去哦。我咪講 comment 冇之類啦，because 我點解我係處如果我講是激動啊嘛，對，so 所以我哋處點解冇什麼講嘅，然後也之類的，我係講點解我聽就我啲是我講嘅話，至少我講噶啦嚇，因為處有拜即什麼講嘅，你 idol 嘅啦嚇，佢你都係有一個佢 Buddha 嘅，一個大嘢邊啊嘅，所以但是我哋也 cause 一隻 mischief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嘅。一想拍死呢照件呢，所以特別有一個出來搞伊。對，我唔知有關係㗎啫啦，即係是我係講，即係所有老人同我講嘅啦。伊是成啊，伊唔是講伊無拍，伊是成啦照件可能。所以但是我冇呢對就 cause mischief 咯。明白。然後嗰隻司馬教嘅福建話咧，係咪老鄉。是啊，特別無關是講別人，無關是講福建話。伊這是新嘅 generation，人特別就是人特別 convince and convert 嘅 generation 嚟。我報嘅你啦，司馬教，你當今嚟講啊，好，你應該你去聽到，把你應該聽把你過嚟參嘅事，你福建話就對進步嘅。你逼你家己啊，你逼你家己直聲，啊，你或者是你對會進步真濟。OK。搞，所以就然後看，若是講咱直直講就對迄個學你有講嘅人係哦，咪是咱無 impact 咯，上了。當然你小一新嘅少年家嚇，硬硬伊家己講啊，有講。你當然你是到底，特別你無到底本來咪好當然。
我是伫 KL。到 KL 啦。你哋奇怪咯，頂當時我唔會錄，依個到啲邊領嘅時候，你本冇講福建話嘅喎，係啊，講阿摩啊。講阿冇曬。啊，banana。banana 即係咪是 banana？到啲都特別有講福建話。Hello。哦。好，無點解我看到，我聽到啲我是新 join 嘅時啊，我嘛是講解一阿摩呢。啊。當然我是 try to make effort。我盡量嚇。逼家己講福建話。嚇，好。但是我咪盡量咪參掉阿摩話。嚇，嗱有福建話有字會講到，咱就用嗰啲字咯，盡量。對。我嘛是金州人。哦。你是金州啊？你金州大條啊？是。第一大條我就家己轉嚟看咯。你都把我幫過。有。我驚話都。真驚。Bye producer 走啊。誒咧，大粒頭本是。大粒頭嗰個阿莫使。哦。大粒頭嗰個大莫使嘅事。tapi bos dalam chat bos. Tak si kan i try pun tapi try 就真嘅tapi pun si 就同我講，一邊啊，冇問題啊，冇問題。呢度即係住到進步就正個，有啲話就俾寫字寫嘢 note 起來。然後個有即個啊，個等接去講。別人講幾個數字，冇啊！這禮拜真係招人啊！我代表佢哋嘅督辦。哈！定住講嘅啊，定住講嘅人啊，依 something continuation from 依冇你嚇你講佢嘅名義去我冇鬼對。so 如果 after 伊 from 伊朋友嘅厝，當然係話伊就無做人啊嘛。嗰時咧伊就去困，伊去困嗰時，你講困一半，嗰時伊個房間有一個 music box 哦，是你派一年嘅啦喂。然後suddenly 伊 music box 彈。OK， 等陣，如果未 join， 因為我叫拎啊要，你叫佢咯，得叫，錄嘢 email， 冇錄 email 嘅，冇 email 嘅，啊咩？我寫有，特別我特別叫我唔得得咯，我都係 email 嘅，係講嘅，係啦。你覺得你最近冇聽幾個新嘅幾個數咩？冇人睇到 convert 你咩？冇，伊人知嘅我係款是按照款咯，特別我誤會我係朋友嘅啦，你係你好朋友就搞就隻鬼，就鬼啊嘛！我講個了我係朋友，個了你若是有幾個數你講我聽，我愛來我啲我係朋友愛聽，特別人冇啊。我冇聽到後面嘅幾個數，特別我有陣時聽我嘅幾個數啊，我本是都要 convince 都要較坎坷解釋嘅，我該來行這邊來講，那是像簡單啦，我本是冇要來報這邊，即係特別好聽嘅，起嚟講嘅。cái thứ bảy lại à?我 send 你啊，I think 等陣去 join 我問啦。我啲聽你人報幾個數啊？第一次第一個理嘅是人會吹彈物件嘅啊，下咧是一種個理嘅，但是吹彈啊了伊物件成個有毛啊，還是真假，是
呀，你記聽嘢啊，聽到了，佢都發驚淡薄誒。佢都發講嘅係，你記佢都發講嘅除咗 insects 嘅啦，死嘅。你真係哎呀，真係嘅。真假係咪嘅？我除掉時候一包鐵釘裡面有毛頭毛，可能喲。那是吹炭打了嘅動物嘅白賴啊，上面了有鐵釘入面嘅。你是你知是真就無夠管嘅光頭啊！你是無佚佗嘅啊，用 play。我問你相信光頭呢？無啦，我無相信光頭。你是人嘅腦啊！你若是頭先相信，安尼款嘅物件，你較 susceptible 好講做講。我真係無 sensitive，安尼款嘅物件，人是要做我幫我成日人袂害咗啊！等我冇講這樣啊！你覺得你講啱未？講啦。嚇！不，但你人大人這咪本來學嘅你證據啦嚇。如果有 someone 有人 share 這 government 嘅 circular OK。咱馬來西亞 government 嘅 circular 哈有聽哈 ，OK， 大自然我誒迄邊啦哈，有一個 government 嘅 clinic 啊，伊就冚起來 because 講有supernatural 嘅 happening 咯。OK， 有 really 有安尼款嘅 black and white 嘅 circular 咯，但係講 temporary 之類 ，because 我咱這邊成個咩？人嘅 in the hierarchy 即係 hospital 咧是咱有迄個咪 government clinic 嘛，但係咱個有一個就是伊是叫 clinic desa which is 更加細咯。所以迄個有時冇是無 doctor 有 nurse 啊，是迄個 MA 呢可來搞咯，所以伊是 usually in the kampung 嘅 area 嘅。所以但你有一個 government 嘅 circular 出來講，這間嘅你 clinic desa 呢，伊就冚起來 temporary，because 有 supernatural happening。我真係看到啊，到底我真係人家己 spread 嚟嘅，是真嘅。真嘅哦，我喂 friend 講 government，是做 government 做工嘅啊。樣只收睇伊 circular 本，因為 news。有。哦。人講真嘅。是不是蝦米啊？你有講到下有咩 detail 咯？because 蝦米啊？伊只等我因為 from 2012起 already 有安尼款嘅事啦喂。但等陣我帶看，啲人你本來學見。clinic 嘅物件呢是，我想 clinic 較濟是有人死嘅時啊，人被 Q 嘅死人嘅伊個大是大伊個白來個了要做光頭我想。乜嘢是？迄個是 maternity clinic 啊，maternity clinic 本來伊人特別較高伊個若是有 stillbirth，我想啊人相信安尼款嘅物件誒，要搶伊個死了嘅 baby 嘅物件去做光頭，所以伊人特別較高啦 ，because 有個人要來偷睇安尼款嘅物件誒。唔睇，即是講伊內面嘅 staff 直直看到講，佢有看到一個烏影，然後看到一個老姨，佢一個老查某，然後佢個看到一個少年嘅查某I mean 即係 under government clinic 嘅嗬，咱內面都聽啦，會是解，譬如講嚇，即是 medical 嘅物件，如果安尼款笑嘅咯。話變咗無法，都所冚，就愛冚。你邊有嘢你？唔知，如果有寫咯，講佢咩？哦，冇 ，actually from 2017嚇，伊啊佢哋有一個 nurse，你看到一個烏影，然後伊個 nurse 就驚，然後就 because cancer 嚇，然後2009個再一個 case，唔知啦，人講伊個 clinic 內面就是直直看到有烏影，看到係老查某然後 until 有 patient 冇看到 ，patient 會驚，
如果人要嚟拍 immunization 啊，你看要唔看到啊？你阿妹就對佢就對唔知？啊唔會咯，啊唔會，但係這是少砍掉嘛 ？Oh my god！呢是砍 for 落股啊，等陣係呢個先。一時樣半島咪做工咧時候，是唔是你講？等陣，伊無講砍落股喎，但伊是講temporary 砍，但伊無講伊要砍落股。even 嗱當人保姆出咯 ，apparently。我有看到 WhatsApp 嘅，我看到。我ทีไรมี喺 WhatsApp 講嗰時時有問你嘛，所唔使講係叫ลอง唔 understand 啊佢。我是等我想下，我最近有冇可以告訴我？John。呀，喂。another 10 minutes，我真係我個 online balik。OK。你見到？幫曬。去曉。安尼快啊，10分鐘呢？你曉咩？你曉。了等我下。曉是幫你 Skype 開，有人會聽到。有時我特別幫佢哋，就我呢個聲下呢。這是咱看到嘅事。讀啊嚕。咧當叫咱個啦，跟住接住嚟啊！這是奧祖比啊，住嚟啊！是奧祖比哦。這是什麼嚟？奧比。奧比，對，唔是奧祖比，奧比，歡迎，你過來哦。just darling to listen only 啦，just darling to 聽。我會問下你自己嘅鬼告訴，你相信鬼哦？有相信。有相信啊，然後你嚇。我那時唔知道呢啦，我講過嘛 share 過嘛。我做緊in the logistics 啊。我那時做緊嘅北蘭嘅邊嘅嘛，巴生嘅邊嘅。所以是巴生，巴生一般落邊啊，North Port West Port 啦，West Port 是成貴嘅 ，and that time 是聽20年前。Westport 某個成貴嘅事，因往大的 reclaim land 去新嘅 warehouse night time because 做 operation night time 咩macam物件啦。你講macam物件係咪聽到聲係咪？聽到聲物件叮當每叮當安尼啦。你做工是參別人做，是自己一人？我 usually 一個人。我做 operation 人你是怪牛嘛？我頭是我點聽呢物件啊。都我想 usually 是計先講我即要做工嘅嘛，所以我要做我 stock 㗎嚟什麼物件，然後買炒人我嗰一隻。OK，我係講 OK，我做個10點，我10點過啊，我係使，我會轉啊，我會做個2點啊，咁樣。伊點啲 OK，一無點一無嚟甲走咯，過啊就都計真意你點先過啊？個得嚟嘅。So because 我是 only Chinese 啊，所以is not 啦。我聽到 echo 啊。我嗰時是邊間咧是雲人嘛，所以我咪係講啦，講嘅唔知啦，ยัง冇相信。But as 咧
operation business 做啊，愈大啊嘛，嗬，都有新嘅 worker 入來嗬，把你 operation 嘅做工人嚇，或是要麼就 start 做換工嘅嚇，then that time 時我冇買做 operation，because 唔係愛 operation 啊，就係愛做換，所以我換去做 marketing。我去做 marketing 啊，冇做暗工啊咯，冇個咪去等回等攞呢樣嘅物件。then after that 我聽到樣本是我係卡手啊樣嘅 workers 啊，唔 complain 咯，就冇安尼物件。similar 嘅 experience 啊。你家己下掉第一件係啥物？我冇我有幾個 weird 嘅 experience，冇講聽成講嚇掉 ，because this 伊唔是我 feel 到伊唔是，伊是錢來，伊唔是鬼嚟。對嚇，伊是明明是伊有款嘅別項物件嘅，所以唔是 ill intention 嘅嘛，伊即係你樣是病嘅 residence 係嘛。我諗嘅warehouse係that time 嘛，伊是 racking 嘅嘛，伊是 racking，and then 伊是管嘅，所以一陣，伊 pallets 咯碳哈，high pallets 嚇，所以 usually 都係平常嘅 warehouse maybe 是3粒 pallets high 嘅嘛，所以我諗嘅有關嘅我嘅warehouse that time is quite modern lah, so it's about 是10粒 pallets high， 12粒 pallets high， 所以在outdoor 還是 indoor indoor， so it's very high and 廣 and then it's narrow aisle， 所以我叫做 V&A very narrow aisle 啦 ，very narrow aisle， 所以真一紮咧，可能一個福利係接起來咯，迄只關嘛，都你係時樣聽，頂邊樓頂位頂邊關嘅位嗬，有物件搖來搖去咯。then sometimes 我聽我嘅worker聽講啊 ，actually 人看到有成個查甫。在邊 ，and then sometimes you take the form of a human 咯。其實我咁嘅 faces 啊嚇，that's what 嘢同我講啊。But 我嘅 experience 是，我知道是我做工行暗了，差不多12點幾啊，我做啊，我換車 from that one is Pulau Indah like damn far away like that time 是冇 highway 咁嘅了，我去到這裡 traffic light junction 咯，then 我停啊，我快tired already，then 我停車來，所以我等我head over 看，是我 colleague 來喎，and then 我 try wave to her 咯，嚇，wave 啊，冇下呀，冇物件 ，then 車來啊，我看過好唔好？我看到咯。哎呀，福建冇巴士。你I'm very sure， 我 very sure 是伊來。But then the next day 我查某啊 ，but it's weird 啦 ，because 伊唔是做 operation， 伊做我咪三個我去 ，no and that time Pulau Indah is really considered 是講真嘅，烏魯啊，有人嘅，嗰邊是冇個新開呢嘛。So then 我the next day 我問佢，怎麼說 yesterday and then 我還那補乜，還那有呢，我咪三個出來，樣個 conservative 嘅 community 嘛，對唔對嗬？我覺得說，我咪三個叫人換車出來，去 office 邊位，都冇啊，伊個冇啊，我冇，我即係看到伊咯。然後就I consider as like 唔知
我看有 experience，但我當時嘅即啥，然後古人佢伊個對形嘅咋，意思是講愈成個愈識嘅物件，有只濟人係看到嘅就是伊用成個講話，成個講聲啊，什麼啊，伊個對成個女朋友嘅聲講話是了，變做成個你去成個咪咪女朋友嘅聲就對啦。是咯。呀啦，我 voice 冇再變咗啦，then after that 冇。打冇啊？或者then after that 我唔記 follow up。等陣你幫陣，我當今啷看到ketupat baru個來ketupat 歡迎。感謝，哎，該 Raya mood 你錄啲 studio。Raya 嚇，等陣我錄我個 discount 啊 Raya，等陣個另外之後看 Raya。感謝Audito。No problem。Raya 呢？哇！Cantik lah rumah Mak Jah punya studio. Ya Allah, cantiknya lilat-lilat. Studio gede benar. 來看放嘅 Raya 嘅歌，等我吹看。Raya 嘅歌今年有新嘅 Raya 嘅歌 YouTube 嘅。Long bawa start full apa? Kita loy. Long bawa start lah ha sini. Baru start dah. Kui ya. Hari Raya. Kami long klasik ya, tak Piramli ya. Balik kampung咯。是呀，Selamat Hari Raya Saloma 哎，我是想。Kan professional dan YouTuber dan pro YouTuber ni kan. 這句話我 pro 啊嘛，是講冇談對呢。是的呀。即係Saloma 嘅 Selamat Hari Raya 是一條我知。來了。但我特別 sing my music， 哎喲哈，June 啦，June 啦。Selamat Aidilfitri kepada saudara serta saudari, setahun hanya sekali merayakan hari yang mulia ini. Sudah. Di masa bulan Ramadan. Hi baby. Thank you. I forgot to see the light. Delivery.我suddenly 想到我這裡 story。貴啊？It's not really貴啦，but it's a past soul story 啦。我琴日Saloma就係OK，了。OK，我係 foster 叫做 Cap， 成個 Cap 班啊 ，I'm very quite close to him because he family 哈，he take care of 我 children 啊，我囡仔嗬，就十幾年啦。But 這條 OK， 這 elderly couple 啦，husband and wife 嘛，嗬。So the wife, so husband, so 而家老人我咪起嚟朋友嘛嗬，所以 wife 呢波打一波咪啊個4點啊呢，4點出淡薄去困車，去朋友嗬，你白起來去帶去朋友，然後呢一看到伊大個亂啊，冇個話，冇個，即係伊 relate 嘅話，伊 wife relate to me after that 咧你4點幾時起來，伊朋友咧看到，伊看伊 phone 呢有一個 message miss call from the the 叫咩啊？those 個人跳人死一間跳個嚟叫咩啊？跳骨灰啊？No, those Undertaker 嗰人死啊，夠橋死Undertaker 班店嘅啦，班店。都像 church member 樣個了有條款嘅 connection 嘅嘛 ，connect 啊，意思咯。就嚟 miss call from the Undertaker 係。所以個做啥？三幾波咩？
he go just text her say, hey, what are you doing? You know, what are you doing at such late night? You know, so it like phẳng diệu á出嚟，then the undertaker wife just reply 講，冇啦，I just 我有淡薄 paperwork 愛做了，所以我過去困了。so then 你看啊，OK 冇事咧，個看husband 困了，結邊 just nothing happen and then 佢困咯，and then the next morning 8 o'clock 佢困車7點半困車8點，then the husband喂 Pepper 會先咯，Oh yeah, yo, yeah, just like that pass away So and then in his sleep yeah, in his sleep. So the next day, after that, then during the wake, then actually the undertaker wife like approach 喂叫劉大波咯，that day actually that night 我冇卡電話佢就，我冇卡電話佢，it was you who 是 Luca text 我聲，我冇卡電，but according to the lady is 講我是因為看到你嘅 miss call 嘅，所以我個 text 你啊，冇乜有人我咪成日去 text 人嘅對唔對？So that is also a incident you can say probably the uncle is maybe he but that time is he 都為了無數，看袂到有 struggle maybe it's just it's something is a paranormal So I think for his wife is maybe he's trying to reaching out to his wife actually he passed over 了 maybe this is what they think 啦。而且這個跟住打可能睇啲 technology hantu and technology 嘅。But that one is just probably about pass over 前了 that maybe the hour or so only 啦，because 4點幾。And he was still alive until 到個1點幾12點 still 佢冇去困嘅嘛。And this is one incident 我自己是本是差不多呢，特別我唔是啫，我last time 是水厝個人水厝嘅，水人嘅厝啦，水佢間厝啊，你間厝是 before that 呢是本是想呢啦 ，husband and wife old couple 樣大變成一年啊，然後後尾是因為伊嘅 husband 是 the old man 是伊 infirm 嘛，所以佢去大老人間，然後呢伊 wife 呢更加 active， 所以伊會大個伊 house 呢。So then after that when the then 我大邊厝，我搬進去a few years 我大邊 a few years，and one night 我困嘅時我困了我 feel 到人嚟望我啫，嚟望我。卡是手還是頭？頭，望我，望我，真係，整個曬樣呢，望啊嚇，這樣望我，然後呢，then 我冇，那啥整個唔知是最特別冇物件嘛，冇物件，特別我知人嚟望我，then 過後時 ，then the next day after 1 or 2 days then when我talk to my neighbor 嘅時候 then 我 find out that actually the old man passed away and then 我睡到2點聲是 on the 7th day after he passing but I think because the husband and the old man left the house he moved out to the old folks home 嘛，對唔對？所以伊嘅 memory 是伊嘅 wife 應該是住到一間厝，但係伊唔知講伊 wife 冇住一間厝啫嘛。伊倒轉去。the old lady 已經搬 after 伊young the children young split the old couple 嘛。so 伊老大婆呢住 old folks home and then the 老大婆伊住個伊嘅後生哦。So when he passing is he pass out 伊個對嚟
古厝 where I was 我对水一处。But only one day only, no, just only one incident on the 7th day of 伊嘅passing。奇怪啊！我唔知。你捌即老阿伯啦？唔捌。哦，你唔捌？我唔捌。我唔捌。我記頂到嘅時係咧無毛白啊！我記無毛白講伊厝，伊唔知是甲我講嘅時，咱邊嚟學勁講，但係別見嚟估啊！伊咪是伊是水厝嘅，แล้ว伊嘅厝主嘅個另外來叫，伊嘅厝伊看到伊厝主對來，伊嘅厝嘅。哦。哈，伊一看到伊厝主啦，伊厝主死啦，看到伊厝主對來。OK， ketupat。不，等陣我上個時看到ketupat mayom 來啊，是唔是ketupat mayom？是啊，我到這邊啊。你來食菇啊？但你冇人講啊？因為我係條 mask 嘛，來看。哎，嗰個龜嘛，嗰個龜咯。得啦，來，我看。啊！哦。你係笑咩？你未眼咩？係啦，別使頭笑嘅時候，你我看，我未錄，你這個曉是插落去，哦，不，是馬賽，哦，伊個搞到你去啊，未？伊有 double，你看你，哦 ，double 什麼意思？Hello, who are you eating? Come here. Look at the car, ni kasih. Yeah. Kita rabo ben naik kan. 哦，我米啲煮掉啊，當然。一啲米啲煮掉。了，OK，誒，所以了，我俾學嗰度，你想下你個係咪嘅新嘅物件啊？嗰度即係不得買嘅90蚊隻件。我俾叫嗰度把 update 完就嗰度把。來講下你誒，你頂一個季節喎，但面是頂季節啊。你都冇夠講我，但係伊講叫你來。我實講嘅事啦，我看到你咪試上嘛，我撈佢講咯。那叫你來 update 咯，自己 personally。所以頂季節時，你咪是教我講嘛，講啊你頭毛，我幾好笑啊，係你Instagram 有咪是放喺你小英嗰度，自然講，哎呦嚇死我，我看到你 feed。是啦，我唔講你唔識。嗰個舊除咗成差唔多 almost。哦，而家好，因為真係嘅，依你爸爸你見呢度嘅了。了 OK，so 恐怖呢。所以你講你咪是拄到冇去拄女朋友，拄到女朋友啦，講啦到對嚟咧是你講你看除咗頭毛係咪物件嚇？嚇，一清意啦，嘛對。係了，你講你對個你自己對個處下，你講。有時咪是做笑嚟講嘛嗬，就講咧，我咪就我平胖鬼下，然後我那個對處嘛。做乜事？老人講。哦，可以前期性。都係咁咁那個看到老生物件啦。你咪可以掉啦。對，咪掉啦。然後我對來，講嘅要愛困住，然後我係直接鳥俾面困咯。未困過，呢陣時個接到電話個紅險。即係有個 music box， 碌就叫咩啊？你 Snow Globe 吧，講 Christmas 就係放 music box， 係咪？我舊年買是了，只係放伊呢，所以只係用派，所以說派伊就未得咯。一放到邊咧名稱邊啊，就昨天放啊，嗱嚟過你講啦，冇去拖，你未去拖啦，冇聲冇咩啊嘛，未得啊嘛。媽咧就講你未一個去等。個幫伊咧 melody 叮叮叮叮叮叮。唔係，伊實都一隻件啊，伊唔是一連個無加嘅。伊拍嘅嘛，伊啲加嘅嘛對喎。伊加了對了未打了誒，我是幫水呢。了。你媽咧，伊咩個去打？你咪是車嚟幫你困掉啦，你貼你彈一車嚟。你跳咗咯，就成驚了，咩嘢嘢是你music box幫到你頭尾都倒啦邊位啦，我諗幫面整啦。困到沙發位。你冇去 check 看到底伊是伊個聲，伊是伊個啊！你個嘢你個機。
意思咧是，伊好起了是伊都去转的是一个无个别个。一对了，应该是那边是对了啦，白衣鬼嘛。So after 咧，當劍咧，嘢嚟我看啊，你嘢嚟我看啫。真係啊。嚇。我是開開賭嘅時候，噔。開賭這個咧嚇。喂，這 sound effects 嘅啦。對啦，這裡那啱物件，啱做物件。哦，你哦 ，Christmas 我看嘢對了。你會加。零嘅你看咯，你冇跳出來你看咯。一邊說掉 ，so wow，so is。嚟，放落邊數嘅。伊 music 係咪聲呢？到底？I mean Christmas 啊，哦。但係佢冇似啦，但係佢連 snowman 到那邊。等我估。是條歌咯。佢條歌啊 ，maybe 是你自己含邊掉呀。冇啦，冇你揸困起咩事？佢接到電話。哦，是。你咧聽到一直頭先未困嘅啊？係啊，咩嘢喺裏面嘅幫助都會冚咗咩？冚啊！一半面整啦，半咧咩嘢啦，半咧咩背多啦，背多，走去個口嚟聽啦。走去困。我困到同埋你都係困咯。我唔是我就請嘅，我飲唔到請嘅佢條嘢。你有揾條請嘅，你有揾聽到？但是跌嘅嘛。你攞貨啦，冇物件啦。出邊你看只看，一搞，搞冇你個 groom 啊，那胖。必須㗎。哦，出邊啊。是咩？你做係咩？佢哋是 Bishop Freeze 是冇？我唔是布德嚟。我布德。是代布德嚟。我代布德。即係嗰啲白講咪嗰啲白。你做咗是後尾是一個 backdrop 是咩？我特特一個字，我特特即係貼一轉。好啦，我上是新嘅 venue 做一個，我上個去談咗你新嘅 venue，只是上嘅 basement，對，但係是我咪 spoil illusion 噶啦，或者我可能多啫我就是我即特別我新嘅 camera，哦 ，thank you。米來了，米來了。哎呦 ，smells so good. Is this the one that you got or the one that Korean one? The spicy one? Oh. Thank you. Oh, perfect. Fried garlic. 等陣，哎呦，how do I show them? Usually 我 bend my camera 嚟。你玩下。喂，等陣。我係面路的。你玩。John，你玩到。any one. Angle. 多了啦，有一，哇，好正。媽，food。John，呢是那個係咪啊？Korean 嘅浸音啊？對。Korean 呢，就真攞愛啊！我只愛學肯定話那是不多行嚟講，我特別走去幫晒啊！呢個係嘅料啫，個係菜，แล้ว個係你叫咩油葱 Sesame seed。Oh my god！拍廣告這裡用咪 camera 你 clear。Actually 我 spend 隻幾兩500塊俾隻 camera。對咯，嗰時真係清。好靚嚇！啲皮公冇咁看到。OK。1、2、3、4個啦。OK。係咩事㗎？你看到slug掉呀？OK，啦，啷講我隻啫，啷講即鵝鼻就會講。WiFi 好啦，有啦。Asi ketupat. Mesti putu mayom. Putu mayom 別講我做乜？哦，
Mia, you got something to share? You have something to share? Anything happen at home when we are away?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hare? 伊同樣係講我，應該係嚇死我㗎啦。真啊！好啦，以前個 secret life for pets 呢？咁人家都出嚟講咩我知啊？伊同樣出嚟講唔記得 share 嘅時候，佢覺得嚇掉啦。係啦。Waktu itu bumi share 咩？ waktu itu？ 我頭先講嘛，係government 嘅 clinic， ada ulu cakap. Bom saja tu, mak tu tiang tu. Hai sekali bumi energy I share, bom belat. Buat kau nggak teh tong itu actually Kuala Selangor ni actually klinik desa ha yang kami ya because kauที่เป็น staff กองขวัญเดียวอ๋อเนี่ยเขาจะเราจ่าบอแต่ even patient ชอนกินอะไรหลังกินแล้วขวัญเดียวมุกี้ละเขา Lu kau de Kuala Selangor, okey, bumi kau lah. Kuala Selangor tu mesti ujle, so tadi kau Bukit Melawati lu kiko ya. 我在大陆Ukenan, lihat我去過，我在大陸ujle lighthouse, Cina Sui, lihat ye 看到這個叫咩咧嚇，那個 street 咧叫咧喂。伊被碌去 museum 啦，碌去 museum 去咗。有咩做咧？呢邊是抬頭，日本古代抬頭啊，一啱那是講咩嘛？喂，你講這是大陸位，大陸巴迪森啊，冇大陸位。Ini Bukit Melawati, wah cile Kuala Selangor uye. Kuala Selangor是大陸啊？迄條路愛去新站的uye。我不曉啊。伊唔是我咧啊，唔是我 zoo 嘅，我是 Bukit Melawati, Taman Melawati。伊是 Bukit Melawati，是那ulu area 來啦，即係 small town 啊。呢邊阿妹咧就龍門旗啦，阿面呢邊是水嘅好啦，壓落呢邊。當金 still 是 ulu 啩？The site is nearby the Kuala Selangor, the clip area，對唔對？แล้วอีไปละไปเลยชาบิไซกิโลรู้จะไปเจยังจะช่วยชากิโลยังไม่รู้แต่มาชากิตัวบีไม่รู้ค่ะ是唔是我กลิบอยู่呀กลิบบ่ล่ะว่าเลยหัวชงกำปงบ่ล่ะกวยอุกวยแต่ไม่บ่มีว่าอุ้ยล่ะบ่กวยอีเป็นจะชิกิอีกวยสิบุญชิกิมองในคนแล้วบอกเรา最近一個做上嚟 statue 啊，嗰啲冷聲拍死啦，都俾人綁掉。咪攏其實唔知嚟蝦掉嘢，statue。頂日是佢講掉啊，好像想到我係厝這邊啊，樣做一個熱，樣做一個art，有一個啥咧 street art，然後嗱 city 有一個 street art。一樣做啊，你會使成啊 ，anywhere within city 是你會使做你 display statue 啊，是 painting 啊，什麼啊？到底就 highway， 一彎 corner 成一 corner almost 90度呢，彎啊，一邊呀，有隻 retaining， 唔是 retaining wall 嚟，正 city 就係咧 cliff 啦 ，cliff 邊呀是巴杜一嘅巴杜嘅，樣做 street art 啊。是用咧鐵棒曬 chicken wire 呢，做咗隻人形咋？你做嘅人形一頭呢？似啊 facing 接起你把肚嘅啦咩？哎呦，我看到是嚇我要死去！因為都就按格，冇啦，滑車過。哦 ，anyway 就去講，哇攞，這是你個人你在人特別做咧。yang sangat mi challenge ya. Challenge 對，yang有阿木狗嚟接啊。我點知啊？老細唔是老細啦，幫西攞住拍最行，OK 接你講咯。
OK， 摊杯有去杯，马来西亚摊杯不？有啦，你三样。像你食这是黑色嘅，是红嘅。啊，诶，哦诶喂，哦，黑嘅就落咗，真正落黑嘅。哦，I mean， 我頂住我只做一個啊，它是 double the normal 嘅 spiciness 嘅咯，一 times 2嘅咯。哎呦，我食特別好，我未食。我 times 2咯，2咯，我點啊㗎？我 times 2誒。Times 2是紅色嘅 packaging 是唔是？係咪 black pepper 哦，點黑㗎？我點啫？攞㗎，人哋未接脆咯，你搞你是麻嘅咯。我水三水，我食水攤杯，我冇啉水本我食。I think Beyond 不7-Eleven不。我 last week 到 KL 7-Eleven 我看到有啊。我食嘅 double， 我食下 double 誒，你是麻。OK， take the challenge 我嘛食件杯。你話你puasa可能 empty stomach 未食喎。我解。真好食。OK，maybe 看電話去而家接 back 來看是唔是？我是去 Korean 嘅 grocery store 俾。我開始咁啦，收謝 John。食攞嘅物件未夠攞。收謝我佢看人等陣啊。我家己講幾個數啊。咱 Asian 嘅人啊，安尼個做了嚇，你看咧阿莫教人，em 只能冇攞咧，ICBC 嘅款嘅哦。樣係冇食嘅。樣係冇關係啦，我有一個阿嬤嘅朋友啊，伊學中文本伊未食到喎。嚇？學中文嘅，伊話佢是好嘅哦。安尼蠻正啊！啊，伊個冇關係咩？誒，講到攞，咱咪講幾個上，咱冇攞物件嚇，我 share 淡薄啦嚇，我電視去 Iran 你知無？我去 Iran 一喺邊人，你知咧邊樣邊是 consider 講㗎，唔是講正啲 Asian 啦，一喺邊攞嗬，一冇咩就攞誒。Iran 一隻物件是真係 Mediterranean 一種 dishes 啊，一係攞嗬，樣係 spice 咁樣 spice 無相。所以我咪去做咧 cost living 咯，我咪做 cost living，我咪去做一個冇將8年人做啦。I think 我 share 到 Facebook 嘅，樣未食攞，咧樣個無類嘅喲，樣係出來啊，無白無面，咁咪我去買白，咧去吹 spice 啊，去買 spice，尋做咖喱嘅樣食咯。我做我冇講食攞啊。我做學俾你啦。actually 我唔是 double 啊，唔是 double，啊 maybe 是double 啦。普通，呢個是普通嘅啊。哦 ，double 是。double 係紅色嘅。等你，我去睇嘅。double 係紅色嘅，唔一樣。對。咪點打啊？講正。哇，講正咪點打？點咩？好食哦！這是 normal 嘅，這是 normal 嘅。OK，這是個落愛嘅。落愛是紅嘅 package 哦。啊，這是 double 有一隻雞係都搭上嘅。我有看到哈。這真係落哦。OK，so 佢都話講半段，你注意咖喱可以人。你樣 OK。我去Iran啊，對，我去買伊個pasar位啦，因為用一個店是伊賣 spice 嘅喲，伊 spice 哦，20幾種嘅 spice，了，人這邊簡單嘛，convenient 嘛，人這邊係expect煮雞巴咖喱係咪啦嘛 ？I don't know other wrong country 啊 ，UK 啦咪啦，了，因為邊個無限嘅 packing 嘅喲，了隻 spice 哦，因特別卡啦，即scoop 了，可能不 scoop 可能不。你人死了嘛？人冇關係，人去伊就入去嚟 spy， school 啦咪，咯，計係 professional 你知喎，一時隨條 white spy 啦，你尋，成功哦，做出來咁像味哦，做古來嘅嚇，做古來嘅啊，古來嘅，因為個 winter 嘛，我講 is winter 嘛，所以人做個 spy 嘅咪個 warm up 咯，真係冷就真係落風嘛，了。被動俾你人做嚟食噶啦，好。
有落啊。The next 好多聽。我老實講啊，我一間食熱嘅物件了啊，我老實講，我較甘願買食甲人袂打寒熱嘅物件。我較喜歡食甲人會打寒熱嘅物件。Because 我，係咪事我冇明白你講咩？我較喜歡食物件甲人會打寒熱嘅。哦，你喜歡甲你會打寒食熱嘅人做只物件。我出去食甲人甲阿毛人啦，若是人袂打寒食熱嘅物件，我賣出去食甲伊人。哦，你特別吹，你特別有教灣啊！你是講你食熱嘅教灣。做咩好啊？冇病特別做，係咪數？因為病一落啊，人是因為好過，因為病人正正，種係啊。人死了啊，人所病為個一禮拜多，伊人為一隻面嗰度冇落，可能是紅但係冇落，青青嘅話。Oh my god！我未當咪去做啊！有你做嘅對你嚟講是冇落，對伊人是只落啊。哦，同我對人是講 level 2呢，係因為死未死，嘅先拍呢一啲啉水。有冇流皮啊？等我明㗎。你呢啲流我唔是冇咁流，呢啲流就估啦。係有啦，隨便一隻咧。或者我哋使講我嚟，你睇講啦，講lui嚟。講啦，講。Anytime saya jump in ni, main julang mai. Main jan number. Si Bakau. Si Bakau 啊？si Bakau講咩？冇啊，是講或者我哋會使講環照教我。教我就我寫起來。直寫係。哦，嚟講別講，這裡幾個故事啦，OK，我這裡咩啊？即係啲我有冇多你聽過會講yes，這裡對大賽事對我有聲嘅。硬嘅嚇。冇，OK，last。I think feel long time 嘛，講定到我到 hospital 做工嘅嘛，對咯。so 是，我到 hospital 做工嘅 ，so 迄個 because 我嘅 department 當然是搬去the 老丁嘅位啦 ，from where the existing place is， 就搬去老丁嘅位啦。那時當今呢位即 friend 呢樣，有時樣講 on call 嘅時呢，我樣 always 聽到如果樣呢邊有 toilet 呢是 at the back of the department 嘅所以有時講嘅人聽到講有人開喺 toilet 嘅門，冚 toilet 嘅門，然後迄邊就物件拍架撈，就有 broom 啊，還是物件拍架撈，然後你行去看是只是無物件拍架撈嘅。然後如果有時有人做工 on call 換，只係有時人在迄邊困然後講我同你講有 feel 到講有人叫到伊個 laptop 嘅我個嚟嘅，你看就切一幾錢，你看咯，把一把就砍掉啦，那是那有人，然後叫才被叫一錢，你看，那有些人這邊迄個 attendant 還是 nurse 還是要被 send sample 落來是要唔敢自己人落來。你到啲 basement 下你？我當佢搬去 first floor。Last time I used to be on the ground floor， 然後當佢搬去 first floor 了。แล้ว亦講就 send 物件落來叫愛弄嘅人落來。嗰時驚講一定佢哋人講佢嗱到佢哋一驚佢哋 consultant 嘅 suite 嚟位有乜看到物件。我一新椒來喎，新椒。Hello。新椒。Hello。歡迎。Hello。新椒你 Skype 邊拍壞啊？
啊，拍環了咩？我看者。無叫你拍環。vertical 話咯是 vertical 一邊 horizontal。啊，安怎做我未曉。你冰你你嘢咧啊 ，OK， 得謝啊。安怎冰啊？超定咧轉過嚟90度。安怎冰啊？未曉冰哦。你而家你電話，你係咪電話？嚇呀 iPhone。iPhone 啊，冇俾。你會冰過來，你 rotate 你轉你電話變做環去。你手夾是啊，夾環夾。安尼款啊？不，哎呦，不，OK， 我改嚟。你有咩 phone？iPhone。Yeah，iPhone Max。iPhone 哦，你lock 你即係 rotating 嘅即 setting 哦。你rotate 啊未？你電話拍環啊未？啊，就我看，我袂曉用 Skype 喎。你看你 setting 擺你而家你電話曉，你等驗咗你電話是驗跌等等呢，還是拍環？等等。啊，拍環，驗咩是拍環？安尼款，拍環，安怎袂啊？哎呀，個袂喎。rotate 啊，一模。我 off 掉聲，我 off 掉聲。嚇 ，OK， 我 off 掉聲。嚇。哇，成交啊，成交！小誒，等下個就是西大佬，哦，嗨大佬，叫啊，哦。會了未？誒，會了未？啊？未咩？我看到我。冇見啦，冇見啦。安尼款呢？安怎袂啊 ？OK， 我 introduce 我先啊，我來過了誒。你來過啊？小查某啦。哦，你是小查某嚟。啊呐，我久無來啊，無時間。哦，小查某，特別小查某，我真唔捌看過你面嘅喎。有啦。暗先。冇咩？真唔捌看過你面小查某。只我看安怎 edit 啊？哦，笑了我袂曉用哦。你到啊？當然。我我 boyfriend，喺新加坡。新加坡 ，OK。They can see my face。誒，看到是講伊個等滴啦，我是會看到拍環啦。拍環是安尼款啊？啊，特別，你看，嗱，你假如落出嚟，你特別 key 邊位？即係 icon。啊哈。我看到你超仔呢。只啊。哦，安尼款。啊，你看到即係 icon 咯。啊，我看到啊。嗱，你 rotate 嘛？你特別落嘅先。哦，落起來 ，OK。你 unlock แล้ว rotate。unlock 啦 ，unlock 是冇。unlock แล้ว個屏。安尼款呢？會使。你盤啊，你嘅小影啊，未盤過。你唔是訂你啊？你個嚇，你訂啊 ！Success，個都發㗎。Thank you。哇！我真正久無 join 啊。係啦 ，last time 你是講咩啊？last time 我是講我Medan 嘅 ex boyfriend 介紹嘅嘛。哈，對。安尼款咯。安怎記住無人誒？有啊，嗱，我看安國中啦，個都辦啦。安國中是即個。我講啊，人未看到最有啲呢，即係是用即係 Skype 嘅。你看電影 chat，講壞人也會看到。冇你看到只白，伊個 roll 到頂面嘅位。頂面有啊，我就看到你一人。你使 click 較大模咧，伊是看到個了誒。哦，我看到了。嚇，伊個 list 誒。哦，你我 time start 你會個 show 誒。喂，baru start bola aku amin tak jam ceng ni ah. Lu kong. 嚇？你講先。我想無下面幾個，所以我笑是會先。You carry on 先 ，you carry on 先。OK。阿 boy，come 邊？哇！
我當劍後，我頭一道食這，但係我食這三樣嘅飯。等陣，我告訴啊，就對我行得快啊！嚟，特別我咪就知你是唔是 ghost story 啦？OK，就講。舊年11月時，我大部朋友有去一個free hotel staycation at 迄個聖淘沙誒。伊是 under resort。咪嘟。OK， 我唔知，我未記咩 hotel。唔要緊講嘟嚟啦。Best hotel。OK， then after that，我人去 check in 是大概6點幾啊嘛。After work， 我人去 check in 6點幾啊。then after that，我就甲迄個查某講，你會使互我食一罐的樓，特別我買後尾經啦。then 伊就甲我講，fully book 了，伊講滿了，伊 only 會使互我第3樓。了特別伊是 corner room， 交尾一間。了伊的邊仔是迄個 escape， 迄個逃生門啊。fire escape。了fire escape 了無辦法了嘛，無變了嘛，我就講 OK 咯，明天咯大一暝了嘛。因為伊禮拜是無 room 了嘛，我講 OK 咯，明天咯大一暝咯。了迄暝我人去食 dinner， 下面去行去步腳一下，了我人就對 hotel 差唔多1點幾2點。了我就 try to sleep， 我就 try to 困啦。After that， 我到朋友困了，了剩我一人嘛，我對迄個房間變來變去未困，唔知蝦米事未困。了我就逐擺聽到我隔壁吼有人開迄個門，乒乒乓乓，你知無？了我就講，我最邊想，我是交尾一間了嘛？了逐擺有人 pass by， 都聽到迄個人行路的聲嘛？了我就掉車叫，我就驚了無？了我就叫我豆朋友聽，我講，你有聽到 any sound 無？伊講無咧，無聲。然後我就 OK 咯，就買插了咯，伊就困了咯。特別迄一暝我未困，因為迄個門就到開冚了人行路，行來行去，乒乒乓乓，乒乒乓乓。規暝未困啦，我掉車叫 after that， 我甲豆朋友講 ，next time 啊，即個hotel好 free， 我本來來啊。你無走去你看你坑看到咩？我唔敢。你驚看你去教時候，原來係啲巴。是啦，了今年有一擺對Batu Pahat， 我叫我朋友嘅 wedding。我叫我朋友 wedding 了你知 Batu Pahat 是無蝦米 hotel 嘅嘛？伊是像迄種第2樓迄種cheap嘅 hotel 啊。我人去住了，我豆朋友啉醉了嘛，就愛對去困了嘛，伊就是頭摕對面床了。了 after that 我就去愛去漲水蝦米，了我就聽到有人 press the doorbell。自然反應，我很快就去開門了。我小去開門。自然反應是，我就一想啊 ring 嘅 doorbell 無夠3 second 啊，無夠3 second 我就去，我開門啊，我看迄個門，我看無夠無人。特別我朋友嘅房間呢是較遠淡薄，若是伊走對基本愛嚟 distance 嘛，特別我朋友甲了醉啊。然後我一開門哦，我一頭長毛巾嘅無，我一頭長毛巾我就冚水，我就 Oh my God fuck， 我就咪冚門鎖了，我去砸水哦，然後伊暝我本是無眠會困咯，未困，係笑啊！叫啥波啊？叫啥波？我是add 淡薄物件無啊 John？ 講。伊頭我講你咪是你住啊，即個 hotel 下底每一間嗬。你講每開冚嗬，我係 relate 啦，為了我最近我對北海市嗬，我住單獨 hotel 啦。單獨 hotel 依家就是學 return guest 伊學加 upgrade 啦，伊 upgrade 但係伊啲學都袂經驗嘅哦。你我就係你 fire escape 未會啊嘛。我就是講嗰啲小查某咯，安怎亂呢？啲開冚咧，係咩啊？
你咪知咩事哦？我推嘅看，原來伊差不多係變為小款。哦，有蝦米？伊差不多變為小款，佢會咁咁。小，特別你唔會想是被開小款嘅咧。誒，特別用啲三樓係人咪一定推人用樓梯行。啊，伊開嘅。是啊。actually 我較喜歡大我伊個 fire escape，因為我第一件是，我若是啲關較關嘅站啊，我驚阿妹若是 emergency 嘅站就燒啊，我會較快走。你笑死咩？我是累較濟一件。你咁乜小站冇講到你巴杜巴克，你學得學我聽過本。我特別我唔知是咪學掉，伊是成日對第二樓迄種啦，還你看的啦。伊邊出邊啦，即拉三波數嘛，碌完。係咪咩啊？講我聽。碌完單格落去嗬，單格落就巴杜巴克了，單格喺條路是真啊真係吉利，我真心是接會拿到啊。安怎？因為我有一個客口都喺邊位啦，了往是後面換車過咯，去嗰邊嘅應該是因為要準備米伊是7.8點啦，了往較早到4.幾呢款啦，你當家喺條路計是黑色，叫咩咧嚇 fog。哦。啊。蒙蒙嘅就喺邊啊，我冇看到物件啦，但係我咁喺邊只似啦，喺邊喺條路。Lalu jika batu pahat kue lalu kau gili so tadi pare pecah 1, pare pecah 2, hipeng lo si yang seliak hui ma di kampung ah. Lek yang hipeng lang ho si yang kemia Bugis lu dah Bugis so. Oh ya. Alah. Bugis langkah si tua peng Bugis si langkong si Lamun. Hami jeng. Najib jeng langkong si Bugis lang. Oh. Bugis pusat si Pirates 啦，yang 我是 Pirates 嚟啊。哦。yang 作工做乜是 Pirates， yang 俾我。你怪那只安尼搞了，安尼搞食你咧，要錢啊！大客啊，對 blood 裏邊嘅。你部機係人嗬，佢係做一類 black magic 嘅。哦。媽媽係 black magic 本啊。Yeah，what idea like please 啊？handbag 啊，你冇意，唔知係咪是 Birkin OK？嗱，對，冇意我唔捌啊，安尼借安尼無相特本嘅 bag 啊，安尼貴嘅物件，伊真好嘅 marketing 啊，佢哋學啲物件。bahan dia kayak tanya, kita di wai binya baru wala. Tapi 有一擺吼，我從我朋友我人過嚟人，我人去 JB 啦，去 JB 啦，我人。等陣我話Batu Pahat是到底做好啊？做好。out of 做好啦，唔是做好down啦。了有一擺是從我朋友去做好，我人去 JB 啦，做好baru。了我人I save on the hotel 嘛。了我人就去退錢。Thank you。再嚟啊 ！Frozen 去了。Let it snow，唔是 Let it go。 Let it go。Hello， 安怎嚟啊 ，OK， 到底嚟啊。Because 特別講幾個日本人啊，呢，咪驚。OK， 我唔係講嘅啫，last week 嗬，毛毛菇拍電話教我拍曲嗬，講 halfway 嗬，伊紅咧一定有 echo 咯就 echo 咧，我就甲毛毛菇講，你一定有 echo， 你紅一問我聽到別個人嘅聲，你紅一個就喵。喵是伊嘅喵係啊！我看電話啦，after that 我頭看電話，看毛毛菇講，你下邊 3G 真嘢正啦，袂用，伊咪話講，你跑啊，這樣。特別伊喵是唔是伊嘅喵？伊厝係啊？我唔會，我講是唔是你喵？伊講冇，唔知是你嚇我啦，我唔知啊。哦。แล้วจับพี่เอาไปสิหลังเสียมี reflection ตัดที่小查某後尾我係 boyfriend 我看到一個人到底後尾行過我係 boyfriend 有時我是參我朋友去我人過嘅人去
就好，了我人爱生意學掉類嘛。對。了我人一起睡一間先啊伊想啊 condo 啊，你講了學掉。伊是叫石柱。了 after that， 伊學掉嗰是怪怪嘅啦，伊是但你學掉嘅面頭前吼有迄個逃生梯啊。哈，逃生梯是講人小水，樓梯啦，樓梯，互你走落去嘅啦。伊真正一樓梯嘅。我唔本只，我唔知是 escape 你 stairs 成個人。哈，咩意思？伊到底頭前外口有只啊？伊個 building 嘅外口。環境頭前本是有哦。在 New York 呢？哈，真正怪嘅。你想只 balcony 啊？是伊個房嘅樓梯落去，然後你 escape 下。哈，對。哈，了我人就住迄邊嘛，了。迄暝我人就本是啉酒啦，佢哋啉了，酒鬼啊，地址酒鬼那麼多，酒鬼，隔日就對佢困了，隔日人困無事。我迄個朋友呢，伊是 Christian 嘅啦，你講伊困是伊 feel a bit 無爽快啊，伊就講伊就念經先哦，伊就念啊，了伊伊愛困時，伊講伊未困，特別伊無份困到成拄啊啦。伊講伊規暝哦，伊聽到有人對伊邊啊，搬迄個喙齒啊。啥物？哦，搬風。下得到搬風。咩？你ketupat mesti啊，ketupat tinggi。啥物件？你唔是講人搬落去啊邊啊？啥物件？了，伊就講，了朋友就講伊未困，伊規暝未困。了 after that 伊就聽到一個聲對伊迄個邊啊講，你還不要睡啊？呀，誒，這個毛毛菇，唔是咖喱魚娃娃誒，哈。伊是講真正一擺，真正一擺，唔是一擺爾。真正一擺，我朋友講伊。規暝未困，一掠着伊搭朋友。了特別到朋友困到成肚啊！我梅朗啊，就是講你拄到這種嘅情形啦，你困啦，踩起來就聽到聲啦，但係，你個未困，你個慢慢困，你嘅 reaction 係咪你會做係咪呢？點啦，你特別嘈啊！我咪未困到尾啊！嘈啊！尾就啲點啦。我嘈我就嘈啊！冇關啊，我真正閒了嘛。你特別若是甲朝你就係嘈嘢嘛。若是講你聽到，若是講你大學會困啊，แล้ว你藤你嘅梅成個梅嘅，你藤啊外邊藤啊嚟啦，你會聽到人到底邊成有人喊嘅聲啦，人喊嘅聲啦，你會敢去 check 哦？伊唔是到底咧？唔敢，我唔敢。我嗰時冇去借。我當時會去看啊嘛。我應該是 TV 嗰開嗰個大聲個，但嗰個大聲個。還是好對心裏邊名哦。哦，嗰位名人特別咁唔敢去看喎。對。你個牌那邊個？好了，你個咩名啊呀？就錯呢。係啦，你好喎。就什麼講嘅學校前面學校個講嘅就係冇啥物。JB 啊。係咪嘟啦嚇？三小嘟。哦，你學校我做3間叫嘅了拍領導，你嘅呢是 M 嘟咧 M 嘟。嚟講下叫什麼叫咩？我講過啦嘛，都 online 講過啦 M 嘟咧。M 嘟是叫咩？你認嗎？水。冇啦，我是講叫係咩物件？你是你 experience 上咗掉是 M 嘟咧啊？啊，真係未話好。對，我未講你講是掉係咩物件？我未記啊。哦 ，M 嘟咧啊 ，M 嘟咧出名了已經，真係出名了誒，了去大過，我大過2刀，頭刀咧冇你見你，第2刀是真係唔見。第2刀大誒，伊 upgrade 去迄間是真係應該是叫 President Suite 啦嚇，President Suite 咧。
了，就 upgrade 了。了即多勁，即多勁。了我講過咧，我 backpack 放啲我 wardrobe 佢做。你 wardrobe 佢佢冇呀？我唔係是轉，佢嚟 wardrobe 轉，整個佢嗰個人多阿拉比愛到出來的話。耶！了我係嚟 toiletry 放過一個 sink 位啊，嚟一個多。哦，伊如果聽得多，還是去是個看到而你一個多。係啊，我講就是地轉呢。我可能掛 JB Earthquake 咩？咁是。馬來西亞點有嗰個寫地轉特擺有嘅，因為卡瓦嘅蘇馬扎呢。啊是toiletry 嗬，你多啊咁，按你講嚟出新聞了，是唔是？ No。我有知道我嘛個啲大啲邊呢是。阿妹是伊問清楚喎，所以我係嘛想講嘛，我係啲做亂啲數，伊叫佢誒問清伊問清啦，然後我係啲聽起來講冇啊地轉啊，然後轉有樣是地轉，伊人家倆就被轉。哦。邊啲未必啦 ，JB 我係做得未好，我 call 朋友嚟咩嘛 ，crash in 嘛，伊不是未得閒，伊不是攞啲東西走，伊講二哩。冇多啦，我冇去 KGB 冇多 MC M 嘟，講錯歹勢。我你看伊 review 啦，你看伊 review 啦。頂到時我就是咯，問佢，但是講你咪衰啦問佢。頂到時我去咧，加南坡時我咪是去衰喺只傾嘟 hotel 咯。然後伊嚇講頂到時落近厝嘅，加南坡邊嘅。然後伊嘛是我睡啊，你都看到半夜嘛，我去一晚呀，去到嗰邊困呀，都車嘛就早幾度走啊嘛。我講咁咪是睡半夜咯，你一下邊就一細細間嘅班嘅嘛。然後將佢搞一拖啊。哇。OK， 你是人。然後我咪是講 OK。去睡半夜，一睡咗很時，我唔知是我睡了攰了啊。After 我 book 了，我就走去睇 review 咋，唔是睇 review 就去 book 咋。我就睇就加了攰變嘅了，看得啊，當講啊，看得啊邊，you hear 就 Oh my God， 死啊！然後 actually 我唔知伊是 hospital 嚟，然後我睇到到啲伊 review 伊講 ，because 我都冇識嘛，吉隆坡。然後我個對佢比較對佢隻 attitude，可能我唔知講下邊是定到是舊嘅你hospital 嚟。伊講看得是我冇插，特別我就睇到一定到是 hospital 嚟，我死我是驚喎。然後我講 hospital 驚啦嚇。我舊位因為知誒走啊，我知嘅走啊係個隻細漢個，一定到 model 就係 modeling 就係嘛，然後。尤其成個，我是有啲 modeling agency 啊，叫伊去吉隆坡，叫伊去翕伊 headshot 啊，啥物件，可能，所以我就對伊去，我實在去吉隆坡，可能去找個朋友，然後去佢睡啦，我冇甲人講啦，我冇甲人講伊看得啦，然後伊人兩人就在困我個去睡一間嘅房間嘛，我頭一擺哦，還是我頭一擺驚嘅呢，就是講，我只少。我聽幾個事講，我是驚特別，我無成個講，人家成個唔敢困嘅上面，他是頭一刀呢，我就開火開個了，我房間開掉啊嚇，然後攰啊開掉火困，我唔敢開火。我朋友好啊啦，我朋友，伊講你，我冇得話咗啊，伊講你看你開目睭嘅事。伊咪是，無伊會一人一條會者殺掉會者來看你甲我講。哎呦！因為你話你睇 review 嗬，啊是人 feedback 係咪物件啦 ，paranormal activities 啦，yang被 management 啊嗬，伊或者伊都 reply luôn啊，yang 冇 reply 掉。冇嘢咯講。Is either yang reply？Is either yang reply ibu lah delete 掉 comment？ delete 掉 comment 就佢都冇用講。
如果古今你嘛有一間嘅學校嘛是安尼款嘅，落濟人講我 haunted 啦，因為當你 review 嘛是寫，伊個學校冇 feedback 啦，或者 select 伊個 review 咯，當迄邊啊。我唔知，你邊當劍成呢個好啦。我去 Brunei，แล้ว個 customer 好我攞嚟經攞嚟 hotel， 伊講有一個咧，那個加 O 淡薄伊 hotel 個 O， 特別伊講你困咧會較 safe 啦，伊是個寫個老款嘅 hotel， 伊講你行去往嘅 office 咧對面路爾，然後個一間 hotel 咧，那個水特別咧。你常常過啊7點咧，有當時你坐 lift 時有看到一個人。邊啊半點啊來。特人到下邊嘅個了，本材料嘅。古今有樣。Brunei。哦 Brunei。Brunei，你嚟香港我講時，我講我特別，你話香港我特別咁樣行過啊嘛，我係咪說我走過兩個 office 對面？未必係辦嘢啊。咩介紹？แล้วรู้ใจ because Brunei เหรออีหลังถ้าเป็นกับวังมาเลเซียสิงคโปร์บ่相嘅嘛因為 office เอก啊淡薄 old fashion 很淡薄 so even 伊下你是 hotel เหรอ我頭先其實我感覺真奇怪伊是 hotel แล้ว你去到一半嘅時候唔是伊嘅啥 restaurant 嚟伊嘅有個 level 係是通去唔知係咪一細細嘅 shopping mall你唔知地過嚟 floor 個通去 office， 我前年去嘅時候，我們特別起錯，所以我冇到邊食 breakfast。然後 after that，the next few months 時我留 disturb 我白嚟 friend 我咪講，攏去下嚟嘟，學到大下 open ceremony 有看到下面物件哦，冇人講我。I think maybe 我唔知啊。But 伊講伊 history 是伊無 disturb 人嘅啦 ，because before 伊 hotel 嗰邊起嘅時，伊 already 到嗰邊了。所以是怎麼會啊？伊敢若出現過，唔知到咗一個 level 呢，伊唔知吹係咪卡吹啊？有陣時伊成日講吹唔驚，對你接你辦法咯。我睇過謝人伊接來，我無驚啊。對驚是你接伊過來接，你唔知要去鳥伊接還是安怎？你講 you first， 伊個講 you first 嘅時，你就食啦了。我想問講你Brunei，你講伊講佢哋 safe 嘅，你講貴學到是蝦米名呢？嘟蝦米？哇，個 safe 嚟啊！哇，我未記啊，我記吹伊嘢。我那時我常去Brunei 嘅。Every few months always boy here. 冇 safe 嘅，伊個 hotel start with R。OK。對啊，即個不是一個 brand chain hotel 嚟 R。我啲吹看我未記啊，伊唔是講真 famous 嘅 hotel 啊。成個伊個 local hotel 嗰隻就是講，嗱我講電梯嘛，電梯嘅嗬。但是講我佢 put on in the situation again。你第電梯，你每開起來，你看到這裡成啊，一頭黐黐咧，頭一邊佢看到關咗，你攞間接冇？唔敢啊！我唔敢哦。你講點？我冇接咧。你先講你看，大有數到我面。你開電梯啦，你電梯每開起來時 ，one of the corners 佢一個人面黐黐咧，向在 corner 嘅，你間接冇？看那一邊呀。冇看到一邊咧，到啲corner嘅咧。因為伊 back face 都啦。back face 都，伊邊伊嚟人是鬼 face 掉一corner，伊冇阿咪係 normal，特別有人看頭落。喐，伊人是老啊，是少年啊，是嗰啲係。冇錯 ，anybody 啦，成個嗰時你看到真係人啊，特別伊強咧奇怪咧，就一corner你講，哇，看到平常嘅人，你看到啲corner我唔走啦。係嘛？我冇睇你看啲物件啊！我是驚伊要拍槍我，我啲拍邊啊！我是看人啊！我唔是看鬼啊！我看即個人是派人，還是係咪？還是拍槍我，還是係咪？嚇你個我較驚啦！了我是我就是拄學到嘅時，我朋友喊我只衰啦。伊喊我就是講，你起來你電梯 ，because 只慣咗就嗬，伊學到只自站。然後我記我唔知道自站起怪慣，
有，伊哋講，你看見咪去其實啊，你寫字啊，你等佢每隻開起來時，你到下邊等就路啊。แล้ว我就จะลุ้น我จะลุ้นอ่ะแล้วที่其實我對其實就係暗誒，唔知像是2:30มันหันจาก去往出去，我朋友到 KL，所以我就出去食物件咩，แล้ว對其實就傍晚，我去到去嘅時候2:30，呢度伊唔會啊，我看就冇咩人啊，我冇看到人，我去自己去電梯嘅，我冇看到人啊，แล้ว伊電梯我講係試 please 忙 stop anywhere 忙 stop anywhere 啊。stop 即係couple 阿妹 couple 即係咁樣自由卡 OK 平安咯。佢幾陣ยัง錄啊，佢到底要教我係老師，我嘅亂，我見講那是死啊，那是講我開啲無插是人嘅，佢會每隻看到物件，我就是這樣就多些。我覺得咁冇人。哦，那是講那時候我寫做工嘅人啊，是平常時嘅晒，就開每日講嚟一下就一，我下就亂啦。誒，冇咗，你收錄。但 actually 是講你驚嚟講，有陣時會使叫伊 staff 陪你做就去起嘢嘛。我歹勢啦，我頂多有做過，可能唔驚。但我會識啦，特別講我驚咧，after that 時我走去教得，然後佢講，can you get someone to accompany me up to 我嗰邊？你講，你一看到我只，你even驚。I think 伊在講真正叻了過嚟，伊本是 accompany 我去啊。冇啊，但伊剛剛上次你可以是 wrong message， 伊叫你陪伊。哎呦，係啦，哎呀死咯！冇啦 ，reset 嗰邊是查甫嘅嘛，我唔係查甫嘛。哦，唔是未查甫啦。我唔是未查甫，未查甫。特別 send email 對我起啦。最叫啊！阿 John， 你話看到這個 link 冇？我寄這個 link。British 我未看 British haunted 咩？嚇！我去嗰邊咯，我去嗰這裡。我係嗰接人伊接來我冇面對件事，我接伊個係做都唔知佢很鳥伊接嚟。你講話？我你 live feed 看咪？我冇敢 join 這次，就注意下這是。可以看咩？咩啊？看咩？玲瓏係嘛？是唔是？玲瓏啊，玲瓏。玲瓏你冰 horizontal。等陣我愛看喂你。YouTube 先。我愛看喂。YouTube 你看啦，就整嚟啊嘛。我這邊我咪看啊，咪喺度看那邊啊。哦。你邊隻小水啊？我係邊度？阿 John， 我會記到這個故事講你聽。這個假設我visit 個我美國朋友，即係我美國朋友是較老嘅人。你知啦，美國人伊人真係愛這個英國嘅大厝，成個Downton Abbey，伊人去看啦。所以我帶伊去看，咁樣這個大厝，咁樣舊真係舊嘅厝喺英國。然後每啦，人搞個這個厝啊。你會看大啲那邊嗰邊嘅，伊人好你睡房間啲那邊一個castle嘅，所以人大啲castle啦，你若是看你接伊嘅 website， 你會看到伊 castle 有一個管嘅樓，人大啲嗰邊啦是你夠大啦，แล้ว你要起你嘅房間時啦，你就要起一個樓梯，一個樓梯 spiral 嘅樓梯咧，你就逼咧。對啊，所以這個假設人講真有 haunted，because 這個假設有真歷史嘅，然後伊本有多咗 chamber 去讀人嘅，伊人燒好時，你會落去伊嘅 basement 去看到嘅啊，伊有成個卡庫嘅，然後伊有多咗 chamber，有教椅，會人有教椅有鐵定嘅教椅啦，係咪啦？俾個獨立嘅房間啊，多咗隻乜嚟？所以人啲大好平時啊，我大家我美國朋友，人對一個房間啦，所以人我啲上房間，然後阿妹困嘅時，我困到把我冇聽到把行，早起來時啊，伊家驚一佢嗬，伊講伊攰咩冇困，因為阿妹時啊，伊聽到
像個鐵線咧，啲個樓梯啲嗰邊嘅樓梯，你起個 fire staircase 啊，搞個一個每路接邊每順接人嘅房間了啊。伊講佢聽到啊，伊指定啊，伊個樓梯嘅底，伊拖起來慢慢拖起來，拖起來。鐵鏈了，成個鐵鏈了。鐵鏈啊，鐵線啦，鐵 chain 啊。係鐵鏈哈。鐵鏈，伊聽到鐵鏈嘅聲啊。伊拖起來伊個樓梯啊，講咩事？拖到家人嘅房間嘅門嘅事啊，呢個冇去啊。然後全部人故事我聽到過，第一隻就是拖起來，伊個係驚啦，因為伊想講伊要叫我起，叫我請起啦個，然後特別我困㗎，淨係把我啲洗車呢櫃子洗車，伊講啊冇咪困伊，咪叫伊起來，啊冇伊。就其實伊想穿，特別伊上次攞伊要開嘅門去看有人去邊個，伊本驚哦，都每來佢哋冇困，你講我聽，有聽到一個鐵鏈嘅聲。伊拖伊成個，那 ghost 嗱，我看到啊，真。哦，你去看伊 website 啦，有真正濟人講有真正垃圾咩？台灣呢我冇垃圾，然後伊講我聽嘅事啊。人直接揸電視，伊講我聽，我講哎呀無影啦，是有影路就叫我起了就是安尼驚，伊都無叫我。Haunted Chillingham, are you brave enough? Book now，然後變咗好勝利嘅。嘿，個性嚟啊，個性。哎呀，我仔都嚟啊！唔係講個性啊，後邊數，快死咯，叫個性。你唔是個性咩？頂多唔是叫你個性啊！特別好。唔係講個性啊！我頂個性頂多嘅時候，無論咩咩頂啲唔是我先唔是叫你個性咩？對，你叫個性。你都想到先你名，我叫你個性，個性頂。冇啦，冇先你。本啲 original 嘅 topic 後，我咪講嘅嘅，我有想到啦，用 suggest 就是講唱歌卡拉 OK 係咪嘅？你有冇講？哎呦，那是講路來就啱啦。你有我覺得冇經過，because 我只個巴掌啦，嗰邊你 seasonal 嘅 topic 我冇經掉。OK。白紙講講唱歌就路來啦，嚟講。好啊，冇本事都好，today 冇個幫工對嘅。我唱好你哋後尾就 topic。喂啦，家做工啊，係 good 啦。哎呀，人歌星嘛，歌星開始先咧。我是拜過8禮拜是對冇用嘅。嚇？做咩？唱歌。我是個 entertainment line 嘛，所以 entertainment line 是拜過8禮拜啊，public holiday 對冇用嘅咯。所以我對阿厝是半暝三更啊。你幾個時間講啊？你咪成日唱歌啊？是啊，去 event 係咪時候？John 啊。嚇？定你唔是有一個突破愛講嘅咩？伊講伊嘅去 experience 啊，是醉了啊！即係那個突破了。你係咪聲是做咧？聲我驚。我有一個幾個故事俾個人講。對，嚟講。是我自己出來人故事，我講嘅事。actually 是10幾年前嘅事啦。我個半隻要經出大事咧，好像有感覺到有物件，冇被對片嘅話咯，因為常常會聽到有聲，然後有時出來會自己冚去啊，然後冚一個開，然後人係住沙鎮樓嘅嘛，然後嗰啲人樓對邊，Jalan Tembaga 嘅，樓出嚟啊 ，Green Lane Jalan Tembaga 你沙鎮樓嘅住啊，然後人係住樓對邊會掉你。風鈴啊，風鈴我見我叫咩啊？紅鈴。紅鈴啊，紅鈴。然後嗰陣時就是真奇怪，就是咩樣嘅厝嘅窗哪房間窗哪咪啷無開，後尾伊個咧紅鈴，就佢熟熟嘅搖嘅叮當，我咪就嚇。然後嗰陣時 sometimes 嗬，樣嘅厝走靠嘅嗬，有家己有聲彈出來，然後嗰陣時有時多聽，會家己開家己冚，然後。จีนี่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มันเสียในคนเนี่ยแต่บีเล่หอยังควันเสียเว้ยเอ็งก็ไม่สวยกอพอจะคิดตัวเก่งช่วยเท่าๆสิเล่
頭半年是常常聽到可能物件，聽到可能時係養條車嘅，你養條去吹硬光咯，叫妹硬光叫硬光嚟念經什麼物件嚇咯，然後後尾硬光嚟念經佢後我就解講哦，攏聽到即個聲，看到個影，還是 feel 到講有物件出現啊，什麼特別無正就前排就看到嘅就，所以講咧會是 because of 係你地主人嚟，呢是上家是大啲1940幾年日本亞洲發展嘅時候。係你一個 family 嘅就一大啲你地，所以四大啲你地嘅冇走，冇相處特別，伊相處啲地冇相處，厝是新嘅啊，對，係厝是到尾嘅起厝啊，然後過去買間厝咯，去大間厝咯。哦。然後特別伊冇做我個 family 嘅咋，伊是常常嗬，我哋 offer 是啊，伊成時可以 feel 到講，誒，成日看到影，聽到聲，然後是有味安尼款咯，然後過個半年一年，我呢我哥啊，我個人樣，佢哋冇講關係嘅，就有冇去關嘅，就而家講關係冇驚啦。因為是我，當時我個人成日聽講，伊考 Form 5 SBM， 你半暝三更到啲大天去讀冊，因為買到房間讀嘛，伊 brother sister 所以困嘅嘛，所以到啲大天去讀冊，讀下一半咧嗬，要開家己冚起嘅就，你頭嘅時候我冇電了。你就走去房間困到對，你困無夠10分鐘時大廳，佢再開到對喎。你個就走落讀冊，他無夠講鐘，佢再冚，佢再開，佢再冚佢嗱兜。咁我個人講咧是伊就講應該是無對片啊。你喺度成日家己講咯，講哎呀我俾考冊啊，你咪做亂話咯，你學我讀冊就係咯。你後對講一句話佢後話，而家開佢嘅鐵櫃無冚掉。然後頭背按可能物件咧嗬。happen 10幾年嘅時候，你話個人冇去關係啦 ，because 關事，即係係關事，因為你冇害人嘛，伊是 on and off，伊邊學路仔講，伊邊提車路學路仔講，即係地是 why，然後話有 exist 嗰啲即係所在咯，即係嚇，我是嗰時即係地主啊，可能意思咯。然後舊家每直接我係個係搬厝嗰時候 ，after 大間厝10幾年啊，應該是16、17年啦，被搬咧嗰時候。然後我調是 the only one 嗰啲嘅 family 是冇 feel 到搬行嘅就 throughout 呢10幾年。然後我哥就搞我調講，咁然後就嚟 incident 咯。然後我調就講，哎呦，安尼款啊 ，today 我咪搬厝啊 ，last day 啊，但是攏俾互我看到，後尾走出來互我看咯，我說搬就冇睇看咯咋。然後講咗句話咧，我調咧就走去樓頂3樓位去撬房間咯，啊，我幾多頂會撬物件。叫我一半時，後尾我是查某囡仔走出來拍卡只嘅，大件頭啫。啊，真係查某囡仔。啊，很少我調，而家我調，OK，一邊回來看到係查某囡仔，然後你查某囡仔咧，可是北攞嚟頭爭，特別邊是病冇半行嘅。然後 the moment 我調隻病過來，隻看到安尼看你面過後咧，我 within 1 second 你 pop disappear 嘅。哦。喲，無邊打鬼！然後調車嘅咁樣走落去，同我講咯，我講哇好了咯，我讀10幾年嗬，但係聽到聲 ，feel 到啊，看到影你講哇，你對你看到鬼你無邊嘅人啊！你個講啦，如果你個亂講話啦，你話你看查某囡仔，但是你要走時老爸老母走出去路啊！แล้วตอนนี้ after ได้บุกมา行啦，แต่當然是ยัง搬基本咯。但我講我電視好了咯。伊講大呢估得10幾年來，是跟他聽到個 feel 到你唔捌看過，因為電好了解，講一句話咧嗬，同樣貴就冇見他走出來看到。我咯，即係是真係 happen 到你個 family 啦。唔係人講你，你佢哋jalan，天光啊，而家搬厝嘛。天光咗。But 我聽人講到啲你 jalan tembaga 邊嘅 area，because 係山嚟嘛，所以人講佢哋嗰邊嘅所在是怪垃圾嘅啦。所以會 happen 過安尼款嘅物件咯。依家啊做亂我個 family 嘅，แล้ววังกว่าหลังที่ว่า個厝大咧是無數嘅。你再講咯，即樣是 temporary 冇去插，伊是只 permanent 到底下邊啦，伊個未實教，可以再講這是我地頭嚟。對，俾停車路個嚟講，這是我地頭嚟。所以大啲我地頭，可能我驚你未記憶啊嘛，所以就頭你聽到咁多聲。咕個講就係冇夠啲嘅話。因為個厝是交本樣坑地，แล้วชอบช่วยเขา交會聽到本嚟。
偷偷時哦，伊搞哦，伊講伊看到伊厝就講到伊哋背，但係看伊嗰邊是冇半行嘅嚇，係你隻字本啊，發生隻字。誒，古早時係聽講 VV 話我係厝本時，可能會去看啲樓頂厝人班佢哋背個亂嘅嚇。VV 話厝字房。แล้วคุยเอาแล้วอีชูก็ได้จะ搞有冇冇背啊你咪都係 VV 話話都會啊哦都會有時安尼拄好會拄到伊啦拄到 event 嘅時啊係咯普吉胖爬你把那個來普吉胖爬佢制喎，頭先我報到㗎嚇，我等到佢話，我笑講笑興啊，微笑啲等，哎呦！你冇笑係 email 咩？我笑講係等到佢啊嘛，我咪 disturb 咯。誒特別你不當啦，若是講人有會 join Skype 嘅時候，你係 Skype in 話了，我係 merge call 了。when 你是 group 嘅時，我係 merge 了當然。特別你係使自己，你冇少睇 link 嘅，還是你看啲 link 你冇，你等我 call 你們。我冇。我講我少睇 link 啊，可冇寫字俾叫嘅。就住舊我講大媽介紹雜話，唔就住啊。玲瓏，我咪笑雜話，玲瓏啊。我笑來來咯。有一個笑雜話嘛，個另外一個笑雜話，一人我叫咩？玲有冇帶未掉？你等下未接下，你冇咩數啊？未接，唔係就係你冇啊，你冇 Skype 啊。你冇 Skype 啦，我咪就係。未必你冇拜呀，你都俾入片有拜，三幾天有拜。未必咯，佢。就算講我用 click 下你email 嘅 link 就會使了。對 ，email 嘅 link 對 Skype 咧對 launch 接佢哋 group chat 嚟。我是用你 email link 接嚟。把你講紅餅誒，你真係謝你哦，個姓氏就謝你會吹。我就是看到 email 另外手帶就手接來啊。耶！我帶未接俾咩水？你冇拜啦，咁你講三幾香，你 Skype 俾拜啫。冇拜。你特別俾你花，你特別俾切行冇相識嘅刺花，然後係一包誒咁樣，然後個一百嘅หุ่น機，然後個一粒嘅 get 啦。我咪對準個。然後間就冇精格咯佢。行落去嘅笑，頭我捱特別加隻作性，冇都笑攰頭笑笨薄大氣。一個仲有講個講句告訴我，他媽住紅險隻人來嚇你玲瓏，阿咪，如果咪鬼咪叫我講還是普吉幫我冇啦，我覺得是為驚，嗰陣是為按過去拜跟人講，跟人講。聽到王講咪講跟人講嘅 topic 哦，或者是叫你按嚟講講。媽冇出叫。冇，等陣 ，before 你講你按嘅跟人講故事時候，但係諗到一個 topic 後，我講好咪講是隻落我未寫起來，當叫我寫。OK， 來接去講你跟人講嘅按。I mean 你按嘅跟人講故事。冇啦 ，because 嗰時候喂按盡多時去嗌拜阿咪，大部分跟人講聲嘛，แล้ว嗰日嘛去拜咯，แล้ว嗰日嘛到處國家咯，困咯，แล้ว一拜一對啦一個對處咧嗬。樣阿咪去拜，尋晚咪去拜，拜了，隔來我唔知幾點對啦，唔知是2點，嗰是3點交厝。แล้ว after that 我唔知交厝嘅，แล้ว嗰日冇落，แล้ว嗰日交厝啊嗬，แล้ว我見一個請我去大律，แล้ว我間去大律。裝 plan 之下是得咯呀？到嘅嚇？好啊。係咪先啦 ？plan 之下是舊嘢到頂 plan 之下。on 咯，我唔要掉吧，應該是我記住啦。應該是我記住啦。哎呀，特別我個別 recording 嘛 recording。喂，浪漫款啊！頂你係我講咯，講我一定有問題，講叫我講你講平啲聲，講不當咪講啊咯。
你講嘅刺激，特豆幾個數特掉我肯定問題，明記，特豆嗰時候肯定。我咪就講了你喎。sorry，不如特別人到對聽那已經阿個正是 recording 係吧？我被 split 做 two show，其實咧 show 都冇啷啊，特別我。有啦，我冇聽。你聽到係平一聲，成個人嘅高音嘅係咪超到只大聲咧？冇，上個係咧，你就係咧對了蝕咯，拔對，阿 John， 阿 John， 我就講是我跌到嚟咯。哦，我跌到。但係，特別我跌到嘅咪 already mute 掉了就，我看到。是咩？Skype 喂，你看 Skype mute 掉看到。哦，是咯。啊，是咯。OK， 來玲瓏就俾佢講，都好 an atmosphere 都好嘛，你看。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ขออีกปีไหนมาไปอีกปีไหนแล้วกูอยาก after that สิว่าแกกู唔知佢有唔知佢點樣อีก嚟講佢ตอนเลยแล้ว佢ตอนเลยแล้วแล้ว我มาช่วยขี่แล้วจัง我ไป幾回แล้วกูเสร็จจากสิหัน唔知是過去6回嗰年แล้วกูขี่ตอนเลย我參與ขี่แล้ว佢一出來時佢講媽咪做乜那邊有 Mickey Mouse 的แล้วกู看下咪 Mickey Mouse伊甲講 something like 有 Mickey Mouse shadow 嘅款呢，แล้ว佢講沒有啦，我可能消息一時含邊仔喲，แล้ว佢 after that 嘛出來去房間哦，แล้ว佢又不落股去房間然後伊冇講，媽咪那邊怎麼有 Mickey Mouse 在那邊牆壁上面的？那你看那邊又有一直跑來跑去的，媽嘞！我到邊嘅位，我跪了冇個牆，是你驚看到尿出精啊？我都 Mickey Mouse 走嚟，你講學緊話，伊講伊看到 Mickey Mouse 喂，一去到咧，那過一號一出來，伊到到咧，伊去到咧一出來時候，一個到掉伊迄個喎，伊牆一個看到有一個 Mickey Mouse 迄個 shadow，伊個甲講媽咪，阿咪說我看到有 Mickey Mouse shadow 在邊，那過一號我個甲講無啦，你看出可能伊想含邊啊。伊想伊 dream 啊，伊看伊將半暝醒起來去到咧棒棒嘅款嘛，我個講哦，你可能含面啊講看棒棒，咧個去到咧都啊去到咧去房間哦，去個 continue 困哦，伊到房間哦，伊冇講媽咪安怎迄個 Mickey Mouse 迄個 shadow 個大條面啊，迄個面窗嘅壁位，大條問一隻病走去倒病走嚟隻病，走嚟走去。我個面斜咧，特別多條我係攰嘅房間，暗望望嘅，咁 Mickey Mouse shadow 走嚟走去，Mickey Mouse 特別走嚟走去，我話我個特別。直掉啊！人家講沒有啦，你睡覺我講你困冇半行嘅，你講冇啊，到這邊走嚟走去，我個多邊應該是冇事啊，個多邊多時咪有啲名我錯啊好啦，after that 是一個伊門多邊只就才見喂，阿門多邊阿咪數，你看到咩物件？我做 Mickey Mouse 走嚟走去啊，啲看，因為嗱佢 after that 喂，阿個嘅係你倒出嚟去照，講啊 Mickey Mouse 到個咯，一個照佢倒出嚟，嗱問一倒一邊一照一邊個呢，嗱佢一個照喺邊個度，嗱走去邊一照邊個度，哇！我諗落嚟嗱邊是真咗長啊，冇幾個長嘅啦，睇嚟啊，嗱佢一個。แล้วก็ไม่ใช่เกียร์มันก็อยากกินอ่ะโบราณลูกคมบังละลูกหำบินอ่ะคุณอ่ะอีกแค่เกียร์เนี่ยไอ้เกียร์กูแล้วอ่อนจอมเบคุณอ่ะแล้วกูก็โบสุราลูกอย่างสิแสนเนี่ยล่ะเสียมีแล้วติดเกี่ยวกับคุณเนาะแล้วเดี๋ยวก็ไปคุณเนี่ยเขาเดแล้วกู after that สิกูเหมือน講อังกงก็อ๋อเองกูเลยเหรอลุยอังคิดไปเกินอังกงสิเหรอลุยอังจะตูบะแล้วก็อ๋อเดี๋ยวแล้วถ้าตูไปตูคิดไปเกินอังกงไม่ใช่จะตูบะคิดไปอ่ะเหรอแล้วตัวไหนสิอุมิกาตัวเดียวตัวไหนว้าวว่าคุยแม่ก็ต้องเป็นบินแชร์ดีกว่าอ่ะมีกินบ้าอ่ะแล้วกูว่าให้เลย3ตัวก็ต่อมีกิtapi mesti wah le pangking ah wah another pangking utang le Mickey Mouse le sticker so แล้วกูแล้ว after that กูya ho แล้วกูya ว่าแกก็คิดว่าที่ another pangking le อี3ตัวของ Mickey Mouse ก็มามีนัก Mickey Mouse ปุ้ยแล้วนี่ไอ้講佢3ตัว Mickey Mouse 打一買啊叫我跳落來我個解啊啦掉眼款哇正攞嚟人去下掉แล้วกูเอาแล้วกูไม่สูภาษิงว่าเลย像 Mickey Mouse每人講是 because of 喂人一有賭博，แล้วคิดไป個人講แล้ว佢夾對對對來哦，搶掉咯แล้ว多出面點樣嘛，點 B 啊嗰時，哇點樣都俾受㗎，自慘喎。特別有無明白，他們屬於鬼嘢形是 Mickey Mouse。Oh my god！ shit， 嚇死我！咩咯？因為冇，我自己知啦。呀，你咪落人家走。我我未記講我後尾會話食嘢，學響後尾正暗住，我病。
แล้วกูเอาหมูยังต้องกิน好，你講哦，安尼了佢又無數啦。冇咯，店 B 啊，我咪見啦，佢有個俾個橋啊、手啊，特別我度話唔知咩數啊 ，because 唔知是 after 即個 incident 咧，嗬，แล้ว佢有為驚有陣時伊個行鬼啊，還是有陣時伊就講聽嚇一聽，冚好有時咪冇咪加出來咁樣。OK，特別每啷場面嘅，就是咪就啷會相信講啊，去hotel大啦。但係當係嗰樣講大隊每一間勁哦，大把話丟你啊講，嚇，我啷有 experience 過人可能物件嚇。但係伊講，但係小雜寶講嘅咯，小雜寶講伊到底伊後尾一間嘅事，然後伊直櫃面直聽到伊迄個樓梯入邊可能起落 escape 嘅位直聽伊門直開先。我古早無相信人可能物件咋 ，because 我去大學底我真少安尼 lucky 嘅到就每一間啦。แล้วuntil 嗬，我頂禮拜我去做好，我去大一個 hotel， แล้ว我到好似因為是 last minute 了，I think 是無房間啊啦，所以我大每一間咯。好奇啊，還是？So แล้ว我冇去想呢條，因為物件先話咯，你有相信就有，無相信就無咯。你 always positive mindset， 然後你物件就冇 happen 嘅嘛，所以冇去想呢條。แล้ว because 我大做好，我去做 events， แล้ว做แล้ว events 對學得俾คน嘅事咧，嗬，就只話本了怪大一本了。แล้ว我大啲開門嘅事，咱用條格嚟嘛，แล้ว咱格 scan 啲係你門嘅 sensor 咧，嗬，就 moment 我殺喺你門接嘅時，嗬，我聽到我房間裏邊有囡仔嘅聲。我房間裏邊有囡仔佚佗嘅聲。我知了，你無覺會接聲。我無。覺嚇，對，我冇覺。because 我想講，我隻 in 嘅時是下晡4點幾，然後佢陣時我覺了，然後我想覺到意思嘢啦，然後阿妹做了我 event 了，9點㗎嚟了，我12點了，12點半了 event 了嘛，所以去個樓頂我叫我係你隔你 scan 了 ，the moment 我一開門時聽到囡仔佚佗嘅聲，到底我房間。是 confirm 是我係房間裏邊嘅聲嚟。即係啊，是幾哪裡囡仔聲？應該是兩三哩。喲，實一定嘅囡仔到啲佚佗，然後到啲講話笑，應該係搞官係聲。你 feel 到應該是迄個5、6歲、6、7歲囡仔驚可能聲嚟。แล้ว嗬，แล้ว我the moment 我殺我每朝佢 within 1 second 然後就佢聲撲冇去回房間靜㗎了佢。แล้ว我就調車嘅，後尾有話查落去咯。แล้วอี房間開開嘅แล้ว攰啊嘛。喲，你上個聽到見到係你每個房間個暗個，哎喲。嚇，暗個，如果我冇查我隔落去嘅嘛。所以就開門啊 ，within 你 half to 1 second 嘅時候，我叫我隔查落去我房間開開。冇去啊。一要下一冇靜嘅แล้ว然後我就 feel 到，是到底我是想大熱了，還是因為有影聽到安可能聲還是安怎，還是？แล้วโอเคล่ะผมป้อนเมษาแก้วแล้วลูกกันคุณอ่ะ冇辦法啦ดูป้อนเมษาแก้ว嘛喲ลูกคุยกันแล้ว佢勁棒成個話呢定節เดี๋ยวแล้ว我唔介ทำ佢啊我ก็唔知佢我คุยกันแล้วคุยกันอยู่我ก็唔知佢可以我ก็คุย到電視機但是我跟你講9個半咩事嗬我起來幫住我本旁邊，我企喺幫住，我冇關幫行嘅幫見可以開到攰啊嘛。我幫住啦，行出來多落去面層到對時，我發現到上面嘅，係咪所有電視機冚去？呀！嚇！冇，有嚟學到嘅電視哦，一搞一個timing一個機冚嘅。我開掉嘅是迄個24 hours 嘅 movie，because 我就係講為 channel 嗬，搞到無戲啊，喺度抗議啊。冇，我係電視基本啊，你若是看戲，你若是無動到伊 remote 都無刷啊咪咪啊，伊家己有 standby 嘅，伊頭先伊號你一個 sign 講your TV will go into standby in 30 seconds unless you touch the remote. 你若是無當然冇，家己冚起誒。我 Samsung 嘅電視個了電新嘅學到個了時候，你看伊家己冚。伊人驚你省電呢，
你有一個人開嘅 TV 了去困去了未記了算電。所以that's why 我特家己人出去 business trip 嘅時候，我開電視機咧，我是撳掉 remote 咧，所以電視機未咁。嚇，我其實電視機唔是每地。但是講電視機嚇變咗刷去啊！你聽到刷嚟，你看到囡仔走嚟走去，你就是鬼啊！我嗰陣我看伊哦，紅音子伊迄個電視機嘅picture 又走一個人出來甲你講話嘅啊。係咪講話？係咪物件？冇啦，冇看戲。我成個你家己經驗到 ，Hello 歌星啊！你特別個場面嘅我感覺到。你兩捌聽過冇？係咧戲叫 White Noise。White Noise 是White Noise 你上個伊個 TV 模式，你是步步嘅啦，你睇無？呀，你人講啊，你若是放互伊步步嘅，些鬼啊會用伊個步步嘅啊來 communicate 啊，講話甲你嘅哦。Hello，呀，hello。係都係你 White Noise 唔是互 baby 困嘅時聽咩？對，White Noise 係咩物件 ？White Noise is actually 是伊。你 White Noise 伊個 explanation 是專門是鬼用嚟講話，鬼嚇伊家己要家己 generate 講話時候，伊就要 generate 只隻 energy 就，所以那是 White Noise 嘅時候，伊免用嘅那隻 energy 係用伊迄個變咗啲 frequency 啦，嚇，伊 frequency，OK， 冇我個 experience 就一項物件就是係咪咧？我大佬昨下時候，我咱會學到會帶咧，咱冇叫嗰陣嘅咯。其實我大佬嗰陣冚嘅時啊，我對啲爭。Hello。哎呦 ，Steve Frozen 去 ，Oh my God，let's。哦。等陣，高聲，如果唱佢個講，我唱佢，你講嘅咩歌數？Sorry，你講佢走，但係你 connection 冇咩好事。但係我對你學到一陣嘅，你嘛彈 Q 你嗰陣嘅咯，因為我唔使講啦，有想嘅感覺過我啦。但係我 Q 你嗰陣嘅陣嘅時候，我感覺到對你嗰陣外口有人騎了嘅。你看戲太濟啦。講啲物件啦，然後特擺你開咗嘴嘅時，咗嘴鬧嘅時啊，伊個嗰陣咧特擺。背啫，靠我類成佢啊，背靠咩動咗？然後啦，你水全部頭毛嘅時，你未看半行了，你會幫佢查嘛？我睇見一個真零幫掉翻，我睇我成個有人掉俾我，人哋俾幫我，你唔是個咁爽啊？我啲學到浸水，如果佢係你抓水嘅時啊，伊那邊嘅即個鏡唔是變黃嘅啊。哦，哈。如果嗰陣開嘅時候，我第鏡係你鏡字出現嘅。鏡字什麼？鏡字什麼數？你看戲啊，你貴戲㗎咧，嗰陣一開嘅時寫掉。而家你講咩？你寫掉國家係如何？啦，我係講嘛，做你嗰啲物件，你睇無？你啲 You are not alone。嚇，你啲去劇真係震驚嘅事啊！你伊若是大嘅時候，你用你會家裡寫物件 ，OK？ 你寫物件你未看到，特別你會家裡就擺有淡薄嘅油嘅，伊流嘅油啲嘢鏡，啲嘢玻璃，所以較晏嘅時啊，過後較晏嘅時，人啲震嘅時。伊做好伊個鏡步步嘅聲，你會看到有聲蝦米樣，知無？所以我試過，即係拍戲，但係擺大字，但我公司房間嘅意思啊，伊去寫所以我有冇直接物件是伊個鏡哦。I am watching you， or you know， I will find you， and then 看啲物件。然後我出來時啊，看到人寫物件啲鏡邊，你頭一擺都看到都唔是嚇掉。會驚哦！咁看到是 definitely 驚咯。特別大佬站嘅時候，冇 feel 到外口人看我。咩？什麼？我大佬站嘅時候，冇 feel 到嗰啲外口人看我。
就是啦，伊下我安尼坐到了，我关事。伊毋是下路，伊 train 咯，所以把到只拄掉时咧，你冇小时你个走路。我 miss 掉佢冇聽到你講嘅民族，特別我別打閒我就走去幫照，我講聽我個記厝啊，我就特晚就走去佢去幫照，就企咗一半時，哎呦你暗啊，咁樣走去佢個都係佢。我 basement 嘅暗啦，當然。嚇？阿 John， 我係困了。哎呦，你咋困咗咩？有2點咯，我係 Sleeping Beauty 啊。我暗暝嘛在，無我紅緊嘅啊，講我無睡。哦，不要緊啊你。唔得住，慢款。你頭嘅啊，我 channel 23點鐘我也未困過你。啊！你波波講都無睡嘛？你講我殘掉佢哋嘛？你啫。啊，是啦，伊講我無睡佢嘛，我嘛無法。你第一個說話 Sleeping Beauty 先。啊，佢困。OK 啦，拜拜。幾個嚟夾到啊？叫咩？啊，我係有幾，我係長到幾一個長到啦。OK，拜拜。แล้วก็嚟個就係講嘅句嚟，我係咪做到內 episode 去啊？先，看到一記交代話後尾先做內 closing 啊。我 pre-recorded closing， 我梗係好笑嘅啊！應該掉，這是這位 studio 嘅 setup 嚇，是位啱教我 design 過。伊講，because 看到我 live feed 同時後尾佢咧就集埋物件，所以教我成少少起來哦，就標一個圖就啲後尾啊，後尾啲物件嘅咧是教我標啲開物件，所以伊講哇，你 premiere 頭一個 weekend 啊。Tapi真professional， tapi 真 professional。Thank you。tapi 我唔知道啦，跟到錄一人發現嘅。啊，我佢就對我好呀。tapi 喂 camera 就水數 camera。講啦，你冇講 camera brand 過嚟嘅。喂 camera 是Lumix G7。哦，佢係。Damn good low. Oh, actually any camera hit video or HDMI out a video camera or mirrorless or DSLR 都會做誒。你個 high resolution 啊。And then 你係 portrait mode 啊，你真係 sharp แล้วเลย background。嚇，以 lens 啦，我用這隻 lens 在哦，這隻。So nice， so nice。好嘅人，今日貴呢隻 camera。我買 second hand， because 我自己有隻 camera 是 Lumix GX7 是被真係貴講嘅啫呀，伊被做 video 嘅，所以我即係貴嘅 set 啊，我不知個how long 就多啦，真係濟，你個免看到我面啦，記得頂到後尾個看到我小影嘅，我 poster。你不知是，你嗱成個係你個性咧話會佢照顧大佢我食，成日多啲白萬零款。係咯，冇我看到我特麼潮是自己潮去食，我講誒即係成個 deep top 嘛，你叫 deep top，頂到就 waterfall 嚟呀，依 waterfall 要食嘅呀，依唔是 waterfall，依 indoor 嘅 water feature 呢，你要食，依表怕食嘅嘛依表，所以啱咯，睇表 end 啫。啊，對，當然貴嘅時個變食個件，但係就變硬就係個慳到個件。啊，個最要講個貴嘅，最要報告啫。我冇啊。講就有嘅肯定。邊咧學嘅呢貴啊嘛，我有講過邊咧大叫貴嘅物件無？頂到實是有講過人，有人跳你講啊，跳。唔是講有人跳海嘅啦，早時幫我有看到一個新聞吼，伊是講邊頂大橋唔知第幾條頂啊，有一個好像酒啊嗰啲吼，了差唔多是十個幾兩億嘅事啊，伊就出來找提醒了嘅。
我是看到新聞個甚至咪 article 寫咯，有講過無啊？看物件。我要聽個人講無物件啊，龜大橋是啥物啊？領導是？啊！你是坐船來點水頂落去嘅嗬？你聽嘅？你是龜發海，坐人話龜發海是？坐人話。有人會知無？佢哋故事。我看了佢哋article。你冇咩興啊？橋會龜？冇啦，我今朝看嘅是係你香港嘅 program 啊。要講個白我人檳城嘅，我人檳城嘅係你大橋嘅，伊講。佢咧是一個唔知一個，甲落一個大督管嘅車色嘅大督管嘅。都要甲伊傾咧，伊甲會滴起下邊賣互佢哋成個淡仔來做 replacement 嘅。哦，嗰啲大督嚟過佢哋橋，過你橋，你鬼唔嚟吹睇先呢？伊迄個車，伊講迄個車色大督甲空口傾數嘅，伊甲惡嘅。哦。你都要吹着人甲伊傾嘅時候，我袂記得伊頂到有一個 channel， 喺你香港嘅 program 淡淡做啊，迄個 paranormal 嘅故事嘅。伊去規個 Malaysia 個了，過去檳城過。我會記頂到伊對學咧，迄個兩個 program 就是一個是跟丁嘅，一個就是往檳城嘅咯。哦，檳城嘅 feature 倒落去。檳城嘅伊 feature 係咧有一個真奇怪嘅大山頂烏魯內邊嘅大字阿伯嘅 temple。哦。我唔知講係咪大字阿伯嘅 temple。伊是成吉山呀？我成吉山是講。有烏魯嘅了，個有一個 place 伊採樣去嘅，伊講我會記是大什麼大隻山下邊，我袂記讀過一個啊。因有特年唔知個一個 date 嘅時，個了唔知係你硬講個了出來成講個在做伊 barrier 甲powerful，但無買互係你派嘢出來夾膠啊 ，something 啊可能。咧 every year 樣會做，可能唔驚 something。有一個，伊真久啦，應該是有好幾年前啊，只部咁有講個報，肯定唔驚。特別冇講檳城 bridge 啊。有講檳城 bridge， 伊是講你達到講嘅啦，伊冇講伊。伊有講咧，吹一半年，因為佢知道我看佢哋部咁嘅時候，都好伊個那 show 個一半年，我冇看到佢咧，我吹別到啲啊，得half。哦。你小打未人？個人咪講哦，比方冚打。你唔是講檳城 bridge 咩？佢講個了啊？我是未有人會知家己掉無，比較少看下你 article 啊，一半嘅。伊好像掉錄音咁款呢。掉錄音。掉你眼啊！掉錄音。喂，我問你人成日亂大位啦 ，area 亂區啊，邊個位啊？是北海還是馬來西亞多一個？你有成日講聽過樣，我你合併嘅 urban legend 咯。成日講你成日即係講有啲位成日我人嘅但就冇啱邊就是迄個。水地路嗰邊嘅咯，唔知即係水地路嘅鬼啦嘅故事啊，然後你差唔多像嘅啦，你我喺厝嗰邊冇。你講下你喺厝嗰邊係咪？我聽講我喺厝嗰邊有頂到嘅時是係你成個plantation 啊，在咩？係你成日講係你。人頂到摘菜啊，摘下面 plantation 嚟。到底係點啊？了立嘟。哦 ，OK， 立嘟。了先先我人搬入去大嘅時，本真奇怪啊。first night 我人因為我搬入去真大熱嘛。了 first night 我入去大時，我冇
拍飛機啊！我架。我嘅你黐嘅就俾夾正㗎。派四。假正解咯。我想講咩事啊？夾本度咯。嚇？未使咩？未使假正解。未使啦。對。我是啊。啊。你加了正價，你睇到 already 加了，掉等你困嘅時，你夾只夾到係 under 你鼻窿困。有可能掛掉一邊啊！乜滯？有時一個笨蛋嘅，我唔知點解我 friend 打到香港，講你只地記，你冇啦，你加了掉。唔知點解我 friend 講真係是寫一個係你係咪寫一個？笨蛋啦！天生啊，是係咪嚟？先所謂啲價咧，講你凊彩夾只夾到，你困嘅時放放 under 你鼻窿嚟使，冇數咧個。是啊。我啦，你是流人，但下件啦，阿妹碌夾件夾一夾，掉夾到你爸，我係流我夾件，我講嘅啷聲時，我夾啷講唔係咁嘅。是啊。OK。領導冇會嘛？กูไปกินหน้าติดๆอีเหล่าบูกะอีมาไก่กาจิงกะมาแล้วก่อนหน้าสิเหล่าบูกะอีมาหออาเมควาโบ所以講係撈อี個阿妹唔使กาจิงกะ特別有陣時講到阿妹กาจิงกะ幾嘢嚟除咯啊 try 下見咩有啦要問下阿彌陀佛我啦我特擺阿妹咪กาจิงกะ你係你見都未係啊！只 國中對阿妹是我人嘅天龜啦，都冇事。啊！你見都咪去跟人去夾只 scissors 係你按到你鼻窿啊！你困咗咪叫咪係，你好似講見咩話嚟講嗬？誒佢自己嚟同講嘛。我講笑嘅，又買咯，唔得。係佢我未到嘅，拜拜啫。actually 我係邊度學嘅？嗰啲字呢？我特別嘅時候，我成日見到好像想到鬼啊！我就是超正，就是想到邊度學嘅人嚟，佢嚟講成。邊個冇玩呢字呢啊？都冇拄到。我感覺到啦，係講阿咗同阿拄到隻鬼啊！阿咗有可能會去每鬼誒，你禮拜六有閒喎，我邊度學嘅？你 interview 呢隻。哎阿婆，你拜過嚟過？講一出行我都看。喲，成日你見啦呢嚇，佢哋就冇見啦冇變咧。成個會掉啊！白頭爭。哦，掉咯，我唔知啦，以後我感覺阿咗應該是啊，你可能伊拄到伊可能見每路嚟 interview 啊，next 個day 我係邊度學嘅嚟。你 Skype 上面啊？John 佢 send Ibra 係咪有我 send email 好咯？Make sure 你 register 嘅講。阿嬷係，你啷個阿嬷，啷是實等人。人較就是只講文嚟講幾個物件，阿嬷咧較少嘛，特別當今如果拄到有個人冇只興趣講幾個事啊，要去像 visit 去嚟 go store 係咪？你可能當今有只興啊。阿嬷應該只興本啊，不如話有只住你像 Annabelle 啦，你可能去啊，Pet Cemetery 啦，咁我係貴嘛。特別係貴嗬。我冇得驚啦，當今阿嬷係鬼嚇，較驚人哋意思，你人嘅當人嘅 director direct 嘅戲，變咗較成個人嘅鬼啊，你看啊較驚啊，成個你 conjuring ring 啊 grudge，你看變咗成個人嘅鬼嘅故事咋。對，一個 idea， 一 concept， 一係出來一 portray， 就是等人嘅鬼啊嘛。成個係你面白白冇燈啊，แล้ว是面糊糊啊，你可能你嗰時人嘅你白衫可能啊。actually 我同你講，安尼隻鬼戲啦，最驚係你日本啊、Korea 啊，我非常做真係嘅哩。即係刺激。對，你一掉到你頭嘅，係一種 imagery 一掉到你頭。對，你看古早你係咪 The Ring 啊？你講你啊，日本啊，一多電視機裏面擺出來啊。你冇淡淡嘅，頭冇淡淡嘅。對，你嗰邊白你講所以你講係幾哩？我知道 The Ring 出嘅時候，我去嗰時我冇你啲除咗厝啊。
แล้ว我即係整本呢10幾年，แล้ว我咪是一啲一告訴即係日本仔แล้ว看日本仔 The Ring 嘅事，阿毛 The Ring 出來了時，我去看日本仔 The Ring，伊嘅，哎呦，死人面嚇死我唔會。แล้ว我去看一間厝時啊，伊嘅厝無如果是裝修過新啦，แล้ว特別伊有一個 basement 落去樓下嘅時候，伊是無 finish 嘅 basement 啊，落去伊kitchen 落去樓下，伊是塗骹嗰是塗啦，特別伊邊啊 foundation 嚇，伊唔是紅木灰，伊是巴杜多粒巴杜咁樣就到啲邊啊，แล้ว我去㗎，特別伊叫清氣啦，特別我看到伊樓下伊有係啥washing machine 到啲下邊，特別伊塗骹嗰是塗嘅。你我行落去樓下，我就特冇見你啊！佢哋塗骹，行過去，看到是伊有一個茶嘅棒啊，冚掉伊個地，伊個啥，伊一地物件冚掉伊個啥隻罐，可能罐成個隻正嚟的。然後我每個啲上面嚟，講我正當時就 well 嚟，這樣做一地啥棒啊，然後咧吸到啲伊個 well 嚟。會考嘅，我看到咧上去 The Ring 啊 ，The Ring 唔是有隻姐啊，嚇，唔使姐裏邊揾面嘅，嚇，到時我驚，我直頭同 Bruce 講，買一對啊，唔係講，你上看你厝內一定有隻姐啦，夾一啲幫冚掉。咁咪你家看了 The Ring 嘅，咁咪了 The Ring 唔成日看 The Ring， 看到 Ring 就是到啲姐看起喺度灰，伊姐冚掉咧，灰入嚟嘛。對，我同你講啊 ，John， 我 until today 啦，我 still 會記得好似你先到啲 Conjuring 嘅，我 feel 到只驚嘅呢隻咩啫？你見樣搬入去一個厝嘅時候，因為伊你阿姊落看到樹，真係驚，又怕樹卜，嚇你媽！แล้วเขาก็พ่อแม่สิมาตอนนี้อุตส่าห์จะมาสิเที่ยวเราคาเบสเมนต์อยู่พ่อเขาจะเสียว้าววิดีโอให้เลยปัดสิเขาว่าจะเจ๋อเลยนี่ imagination นะอีดีเขาลูกที่เสียวเลยก็วิดีโอให้เลยปัดกันโหแล้วเนี่ยว่าอันที่ตัวนี้still 會見了วิดีโอ係這個伊個 plot 啦，這是真一個 Asian 的 plot 啊，伊成個一睇成一個 normal 的物件嚇，伊領到你貴的物件啦，然後變做成個安尼薄薄安尼看條是只普通的物件嘛。แล้วของแฮมเป็นจูเซ่我連看了啲笑，啲拎笑，非常好料呢。你見咩聽到啵啵是咯？看。未咯，把路個驚呢，紅樣但係聽到樹罩口啵嚇呢，所以唔加嘅。我聽到你木傾物件咧啵咧。特別我厝內邊啊，我那時有聽到聲，你哋都去 check 下。你講啦，我安裝我本地都去看。我咪想。我未講唔加期啊！我舊阿媽就過嚟拍水，我哋都愛企快out，係咪面聽？係啦。我厝當時嘅聲係咩？我厝有當時物件拍個樓物件，啪呢！我厝只隻呢聲，誒，開始是我嘅裝嘅經，我打咧 suction cup 嘅咧物件個樓嚟。我成日在經上是啲係 shampoo 啊上面啊，你打到啲你打嚟表呀。Oh my god！ ทำไมเหรอทำสู้ทำไมเหรอ喂 OK so 我อัง咧是只趣味伊有係一排火是真係到啲外邊啊伊成日講伊要驗物件落來我食是伊變色然後伊要出去是變色然後ทำไมเหรอ伊出去嘅時就變黃咯然後黃嘅時候伊紅險一時人講一時冚起來火然後我就冇出面啦當劍紅險我真係讀對換到對嘛冇啦，我可能是你喵裏邊嘅標證裏邊嘅標證可拉沙掉落紅險成看到虧啊你喵行過遐一身掉伊這是你 Philips Hue 啊伊 automated 呀你這麼是變做會點解冚起你知道這麼是turn off 起伊 normally 是冇 off 嘅冇是開掉嘅OK 就會講伊變色就紅險下就話OK แล้วก็มีก็มีฝรั่งคำตายก็หัว八槍啊應該是冇啦當住 neighborhood 嚟告訴
冇啊。我咪試嚟講先。講佢攞個街大個河咯。對，我會攞只聲。哦呀！我會只個紅飲5 minutes ago 把你變來呢。喲，唔知你講下定？冇你講過聽冇掉。我只個有啊，bayang lepas。哦，我會記 about 你講，等到我講久嘅時候，我一個 friend 同我講，因為有陣時都有看到落雨，แล้ว有你講到有迄個 lightning 啊，特別無落雨係是 someone or some temple 啦，yang dilihat掉物件。I don't know how true 啊，等到我有一個 classmate 伊出來是做迄個物件嘛。你就甲我講，有陣時哦，sometimes都看到 lightning，無落雨，無thunder，無啥物啦。伊講就是 maybe somewhere 甲落有一個師傅，還是甲落一個 temple 佇做掉掠掉物件啊。哦。好 true 我唔知啦。我古早嘅時候，我就嚟東澳啊，伊誒老爸是甲人掠鬼嘅嘛。嗰啲啱咩啊？啱咩啊？冇，一是出來食嘅，but 一樣嘅 family 哦，成日是坐船嘅就，一代接一代，樣做安款嘅物件。แล้ว我即個朋友咧哦，伊是我中學嘅朋友啊，我擺伊食古本咧，伊就甲我 share 安款嘅物件咯。แล้ว頭我無咩相信嘅，แล้ว我甲伊是 classmate 嘛，แล้ว記得我去伊厝，แล้ว看到伊厝拜石盲公，แล้ว伊 father。解釋我聽，到底樣做係咩物件，咩個了咯。所以樣做物件是some sort 嚟寫公頭嗰啲物件嚟啫。所以 father 有一個 sixth sense 真好了，就是咩咧？伊 father 會知講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morrow 嘅嚟啫。你想講啲物件，但是講是真係 urgent 嘅啊，還是 emergency 嘅時候，怎要緊嘅救到人嘅命啊，你嗬？有可能伊 advice 伊驚講。媽仔你唔通出門，還是媽仔你唔通去嗰度嘅話嚟㗎。你係講你唔記得冇有邊啲立白冇？伊知掉。對，แล้ว我冇咪相信，แล้ว佢早讀車時候常常去看戲啊，些物件嘛。แล้วuntil one day 時伊老爸就解驚講，用你媽仔伊叫，OK， 伊講你媽仔盲尋我去看戲。แล้วอีบัวอีแก่ใจหันมีสุบุญก็มาใจมังชุบมือเดียวมาใจมังชุบมือเดียวแล้วอีแก่ใจที่ไอ้ป้าว่าจะ講โอเคเราว่าป้าที่เราไม่ชุบมือไม่ชุบมือ咯แล้วอี brother I think father บอกให้講嘅時候，做อี brother 就是 on 馬仔時候，ตัวแกเรา accident 卡住。哦。所以講俾我嘅就講原來一班嘅好料嘅喎。แล้วafter that 時我就走去解爸講話時，就問爸講：我uncle，你係咪物件馬仔發生咩事？你教我講明。你爸講講只係物件是未使講嘅。如果 unless 是真正 urgent 會關係到人嘅生命，伊要救你咁樣，伊甲你講，伊叫你 avoid 係咩物件？係可能。伊講只係物件，人講出來哦，講上一道，變做人白頭正做事嘅時也無準義啊。所以人未使泄露。準實嚇。未使泄露天機人講嘅話咯。แล้ว好物件樣去做，無好物件樣冇在度做你就。成日人講上去上地啊，要做個查某暑假打波，還是打波暑假查某啊，成日樣冇在度做迄物件。แล้ว我 friend 就同我講，伊講到底伊講嘅手嘅時咧，because 樣為咗要賺鐳，所以有人嚟夾鐳來，講要做即個查某暑假咧打波，喺度樣度做。然後after that 時我朋友就同我講，伊講我前排就看到我公司時候是真正看公司嘅，你知喎？對，我知嚇。然後到佢18 generation 嘅時候，樣間啊做好事救人，樣咪做啊，咱無好物件咧。所以為咗樣接落來，行順哦，活了成個順咯。平安，我有一個，我出來有一個quite close 嘅朋友啦，聽到我爸母養大啲上隻金崩噶一人嘅，伊個一個伊個寶啦，伊個寶誒馬是本是掠鬼。成個個人伊是 actually 伊是有飼鬼啦，伊是講飼鬼，แล้ว伊是叫伊飼鬼囝，伊飼伊鬼囝咧，伊鬼囝就會個來甲伊做事可能。แล้ว我咪去到時，我咪講伊去到伊厝時，我姨啦，我姨哋行鬼嘅，我姨去到伊嘅厝時，伊講阿妹時，即是我唔是伊媽啦，即是我
伊往 directly 我爸母嘅朋友啦，伊寶就講阿妹時啊，伊就成個人有 guest 來大人厝樓，我去找伊就講伊阿妹是伊出去聽外口時，伊聽你講，哦人啊這邊啊，你咩人唔來插亂啊，我有來整大嘅，你伊講我伊無伊唔是要互人聽到嘅，是伊是我伊都頭聽到就外口講成個人唔插亂啊，我像人啊，你問來插亂嘅。你係我伊就驚咯，然後伊是教人講伊嘅寶啦，伊是成個善人，你看呢伊無特別伊講伊成個長人，特別伊成個嗰個學嘅話個了，特別伊嘅面成個了善精淡薄，你看呢？喲嘛撲機嚟嘛嚇死我！大粒頭嚟啊！即係好朋友嚟啊！大粒頭。แล้วโอเคเรา講ก่อนดีๆก่อนแล้วค่ะอีหมา啦ที่เข็นจะบอกหมานี้都是อีกุน是講伊是死嘅時真正坎坷嘅款嘛伊講伊是安怎坎坷啊伊講伊未斷開嘅咋伊直拖那款嘅啊因為大兵就官僚哈伊當時講咩伊嘅規囝個了賣互伊走因為伊規囝走，伊袂飼人，伊規囝個了都無人學曬，所以硬被拖的，所以真歹死是講。哦，我淡仔講起一個物件，做光頭物件，你聽啊！我嗰時候去有一個，我古早發生過我嘅事啦。我到你讀中學嘅時啦，我去我嘅朋友嘅厝，就是我一個朋友嘅厝咯。然後紅險是伊爸看我行入來，伊爸看了我真久，然後。為咗問下故事咧，伊爸就我住了厝時，伊爸就頭家夾我規隻腳起你就，伊爸就看我腳家裡隻啊，用你家裡是蝦米事？伊爸就問我，你叫我調車鏡。But before that 嘅時咧，我住厝點先係啦，我困下晡，我腳咧就向第六條困，然後我腳咧就向頭腦出去，然後。外口我 flat 嘅阿妹位咧，都有人出山做白事，你知道？然後我唔知發生咩事，因為我住apartment我住 flat，然後我睇到棚那向出去，都好向去嘅近處，是有人做白事嘅咯。然後我同佢講，我到啲困了時候，都我第一條困嘛，咱第一條困時，咱家裡就向條面頂啦，下半向面頂嘛。然後我嘛都好行住我房間，捡物件、切物件，咁就紅險我 feel 到有人嘅卡。啊！尾指我腳喺家裡就起個真啊大啦，指到我上擺困掉尾跳起來聽你就，然後就問阿媽，我講媽咪，怎麼你指來笠掉我腳你知喎？然後我媽講你笑啊，我徛條驢頭前為切物件，我冇去當做驢腳，然後 OK 咯，佢阿我冇關了，然後去我朋友厝時，我朋友爸就是頭夾我腳嘅，我冇解講半你就，伊夾我腳嘅，佢講你腳咩事？我講我腳冇咩事啊，因為你腳有事，我講我腳有事啊。然後我就時候去，淡仔困下晡時，我係講我淡仔困下晡時，我嚟沙條我腳互人笠啊，然後伊就頭講我講對，我就是要甲你講你腳互人笠，因為淡仔困嘅時候，因為係笠你嘅物件咧吼，是幫你較貴先咧，你腳響掉伊觀察，然後伊講無禮貌來笠你腳，我頭掉車驚我嚇，我講咗你知，如果我知我看到你腳無對片，如果你但係如果嗱你家你把你個整掉個，我話佢好了咯，所以佢啊，你佢嗱你 incident 哦，我真係相信我嘅朋友嘅老闆講我講唔錯咯，然後講我啲 friends quite close 嘅，所以頭我讀車時我去伊厝啊，伊就 advice 我唔錯，我聽啊，嚇我就去 avoid 咯，咪去做咯，然後物件就順平安咯，好了樣。我一個朋友一個人伊嘅爸本身係款嘅咯，伊爸本是成啊伊嘅載物件，了伊是無啥甲人講，伊是蝦米較濟時陣有人出事啥，伊嘅暗嘅位個人暗嘅位吼，伊出事嘅時伊就人來找伊嘅，所以有陣時無定定啊，半暝2點半暝4點嚇，拍電話伊就出咧。對，樣是成個24 hours doctor on call。對。嚇，對，แล้ว會只關點嘅咧，有樣只看路哦，有就講到啲路係咪事變發生嘅？
แล้วว่ากูจะเลย incident ที่กับลูกแชร์就是ว่าจะเลยเป็นยูเอ老爸把ลูกกูน่าดีเจงกวยซินแล้วในสิ่งเลยตัวเชียร์ปะฮังกูจะเลยสู้หูหลายการเลี้ยงเก่งมึงเป็นยู介紹เป็นยูอันนั้นแล้วหลายเลี้ยงเก่งสิ่งเลยเขาว่าเป็นยู sometimes 是这样เลี้ยงเก่งสิ่งเขา特别跪沙刀白起白路跪起跪路อันนั้น嘛แล้ว朋友就講อี跪起跪路เลี้ยงเก่ง跪啊朋友就講咁啱เลี้ยงเก่งสิว่า跪起跪路時候我那沙雕我實在是頭前跪要跪先睇要浪掉頭前有人喺度就要浪掉物件แล้ว特別白起嘅時個 feel 就冇半行啦個個人就要念แล้ว第二刀跪時個 feel 要浪掉人啊喺度就แล้ว呢這路其實但你數嚟講朋友講但係時我看到是你老人你到底ลี้ยงเก่ง時你又要走係看了你拜觀察แล้ว其實你頭前嘅แล้ว朋友講嚇我一企到話頭前別怪啦跪起跪路時拉沙雕成日俾浪掉一個人特別嗰成佢個看無人嗰成日俾浪掉伊佢拿刀แล้ว這裡舒服真好了就是咩咧介紹我朋友這裡舒服嘅另外一個朋友咧伊本是八行來伊是按照八條這裡舒服咧到底八行為這裡擔保啲八人講แล้ว這裡舒服到好大啲咧擔保為了看到我朋友行入去時候伊就叫我朋友來嚟，我同你講話，伊講我大媽我就看到物件，攏是看袂到嘅。特別我同你講，前面就是咩？大媽我看到你入來辦公室咧，吼，有兩條只大條嘅金爪，大你家隻會對條你入來，直要 attack 你要咬你，到底是蝦米事？你有得罪條金爪是你太爪是蝦米物件？然後我一個朋友到別行喺度家姐事講伊哇，伊亂得好了嘅呀！我攞回去整嗬。我看一個 four-wheel drive 入去沙巴來去嚟 explore 時候，我冇寫字，竟是攞隻金爪。four-wheel drive 係兩隻大粒嘅嘛，所以唔使怎去驚到伊抓成，怎去抓手臂、喙利器嘅啫。然後樹講別怪，但係我可能行入來時有兩條隻大條，抓到你後尾對條你行入來，佢哋俾 attack 你啊。然後就是有朋友真相信這事咧，嗬，佢介紹這事嚟，學我另外一個朋友老爸貴司嚟兩經咯。哦。然後我聽到喺唔曉 feel 到，介刺激，然後愛相信，咁愛相信，特別講物件佢轉轉咧，我講好了嘅。我只時間係講書本嘅，我只時間就是成個人嘅，人家己本來學嘅咪是有一個咯，叫做南西咯。啊！對，佢聽你講過，看到我看你物件 feel 到本嚟嗬。等於南西叫咩無來啊？叫咩無來？伊無久個來知道，伊所以成個 X-Men 人可能有細極包嘅。伊有細極包嘅，伊第一件next time share Bukit Mertajam 嘅，你咪講哦，即我看毛菇被裝咗啊！ river 發 coconut tree 但我 call 伊看快要怎樣？不，我南西是人哋看，南西是一直落來有 join 邊嚟學見嘅嘛，所以變咗人就得在意嘅了咧，白意嘅嘛。對，我會 start join 時候就聽你講嘅。แล้ว伊較識嘅人尤其是你甲伊講物件，伊會看到嘅。 你 describe 佢聽，你淨係伊無到伊我到這邊嚇，我到美國嚇，伊到啲馬來西亞嚇，我有時 describe 佢講嘅物件，伊會看到伊會成個 continue explain 我聽 ，OK， 你看到係咩物事係咩物件咯，可能。我知道我講嘅第一 reason 嘅咧，第一 reason 嘅物件，嚇到我係喲，係啊，第一 reason 嘅就是。 伊到底我講話做工嘅位，有人講嗰邊有鬼啦，啥物物件好呐。然後咪是講互人聽講，人是伊個故事是講，我有一個我 hippie 嘛，我做工是 hippie 嘛。然後伊個 block 嘅 room 係燒嘅道具嘅 room 嘛，伊 block 嘅了嘅 room 嚇，伊就一位有迄個但係你 Christmas 嘅物件會拗㗎啦，แล้ว要係包平平嘅 present 然後呢，แล้ว是為即翕小影嘅 photographer，伊講有一名是翕小影一個阿妹是，伊講伊企入邊咪吹物件 block 嚟樣，伊講伊隻件即其實咪 normal 咯，叫件物件，伊變過其實聽到 block 啫，伊變過去看伊 Christmas 嘅 present 包一擺平咧，擺櫃咧，你落浪嘅擺得呢。
你就是叫佢走去，所以我 share 個人講你 present 點嘅，因為講了時南西一夾小小已經係話，你嘅手畫啊，你畫成一趴你定，你就你定成個你故里嘅 head 嚟講你定啊，伊是安尼三角嘅定啊，正調正電刷落來啊，一隻三角啊，一隻電柱嘅嘛，果渣啊，人果渣，呢個畫就小已經係話，伊講我看到一個啦，了伊都無 share 個人無講個別人，伊叫我 privately。我3禮拜過啊，我都去我 office， 我都無呢，會咩？到你樓下呢，我講嘅是到你樓下，你 prop room 嘅，因為我直接我去啉水，即係幾兩禮拜，我啉水，我去停水，我就到底你另外一邊，即是樓頂就唔係對樓下，我頭媽講你 present 是樓下，樓頂一陣呢，我其實我看起去，我從來唔捌再講我 office 會有人看你會咋。伊我 office 會我知是你白嘅會人長嘅fluorescent 嘅會，我冇看到講你嘢，我一看起去啊，我連住看起去就話佢身軀冇幾長嘅啦，我看到成個男仔哇你三角一定，特別伊是鐵嘅，伊唔是成個我 imagine 嘅，伊是鐵，แล้ว伊鐵嘅你定安尼看成吸到萬步呢，แล้ว一排會，伊真正係是舊嘅會啦，所以看到伊。你話樓頂入面有幾那趴，唔知3趴還是4趴呢？處理個啦是係 fluorescent 嘅掉咩啊？你一看到先 before 我看到哦，伊會知啊呵。เป็นนักฮอกเกนเดียกุ้ย伊就即係人有幾個數本是去吹伊梅嘅。哦，แล้วแต่พี่ต่อเป็นไหนอ่ะปะลู伊ต่อ加林波。哦，บัดน้ำใส่โอเค我唔捌看過呢邊，特別我直直聽到伊名，even before 我 join 嘅時候，我直直聽到伊講話本咧。南西伊是大病人嘅，大病人。哦 ，OK， 我發到來是特別看呢邊啫。特別嘅拜數。係好了。OK， 喂，小蛋啦，即係拜兩講啊，內力 episode 啦。再拜兩。喂，多入頭嚇。但係有人講有psychic 嘅債 and all these things。我會 comment 到是 according to 老人or I mean belief or whatever。但人嘅了有三類 obstacle， 三類 difficulty 嘅。So 係類 difficulty， 三類 obstacle， 三類 difficulty， 但人嘅命。本有嘅，無相人有無相人嘅 difficulty， 無相人嘅 obstacle。difficulty 就是你會過或未過 ，but nothing will happen。but 迄個三個 obstacle 咧，你會跳。第尾嘅 difficulty 你未跳嘅。哦，你是講未跳，意思講直來死啦。你未走嘅啦，未走。因為都人玩你未走嘅啦。迄個就是 time to go 了。特別你有攞到嘅機會性啊。伊人一個就是叫劫啊，兩個一個就是叫。唔是劫是夾。夾哦，夾係咩事？It's like an obstacle。哦，過一個夾，過一個夾咁樣。都三類 difficulty， 三類 obstacle。I see。OK。所以第一步嘅就是走未去，走未去。แล้ว頭腦你知講是係咪點先嚟啊？是你唔知本嘅？唔知啊。我唔知。你 actually。有人成日講伊頭一個本掉咧。actually，你假是師傅厲害也好，去找人講也好，伊人會知，特別袂使甲你講。because 這個都是命理來。這個都是 based on。I mean, if belief 就是 based on 係你三本冊咯。三本冊都是 your past、your present and your future。So your present 嘅 difficulty 個 obstacle 就是寫個嚟去大了。So
袂使甲你講，because 伊講咧是你會命嘅，伊會 upside down 去咯。叫成阿媽 friend 嚟，上加人未使講嘅咯。上加人水命，人水命是有大項會甲你講，有大項袂甲你講。because 佢哋嘅袂甲你講嘅就是。未甲你講嘅就是 final destination 啦。It's not necessary final destination because the details of 佢哋三本冊 actually 袂使帶。特別 of course 人摩托去找師傅嘅時，伊人會去做法事去算啦。佢哋都是人嘅算啦。但是你去找新嘅人講，你去問人講無甲你講做乜嘢。So that is a difference. 你找人講會甲你講，哦，你看病，會 try to 醫你 what have you，but 伊人無甲你講係三本冊。但是會找三本冊，你就是叫找迄個師傅，特別你找人嘅師傅，迄個人嘅師傅雖然有大項會甲你講，有大項袂甲你講 ，because if there are possibility where if 師傅甲你講嘅時咧。係你師傅燒咯，燒你會點咯？丟到伊家己啊，丟到伊師傅啊。所以未使講。師傅未使甲你講咯。但係我有聽啦。有大項，阮好，it's not 師傅會丟，特別未使甲你講 ，because 伊會換 certain things 喺裏面。對。甲了就是落去迄個三本冊。我有聽人講佢前面嘅就是係咩咧？係講是你去找師傅啊，好你去找看命先生啊，好。係講樣感覺到maybe 喺裏面嘅會影響到你嘅 future 嘅啦。樣會 advise 你叫你講啊 ，maybe 你當中特別做下啲 charity， 還是你做下啲好事，做下啲咩哦。So maybe 接落來next few years 後裏面你會改減。會改就會改變。較好啊，改變較好嘅。迄個做迄個師傅，你找師傅也好，你找人講也好，還沒甲了。It's the same thing. They will tell you， 伊人會甲你講哦，你做好事，做好物件，嘛做無好物件。That is very common. Okay. It's not necessary. 冇可能教你做無好物件。It's not necessary has to do with It's not necessary affect 到你嘅三本冊。It's just 伊人甲你講 because 伊人嘅 perspective 就是 life of aesthetics。意思講That means they always all these 師傅啊好，人講啊好 ，they always life for aesthetic。你想下，伊人甲你講做好嘅事件，跌會落，咪做無好嘅。That's the common advice 伊人甲你講嘅。The other thing 我會 comment 就是有人講你講嘅，你講嘅not every time 就是掠鬼嘅，有但是咧 ，for example。你講卡掉一間厝，a certain part of the 哈，頭先講我俾知，就是你講卡掉，你講卡掉，呀，你愛我講啊，你愛講。我俾你頭先講，because 我3點鐘啊，你講係怪啦冇，你 go straight to the point。喂，我俾知你講嘅物件，你話幾邊冇你個掉你講卡呢？卡掉厝。我卡掉獎，我卡掉物件咧，都是安尼。係咪？either 就是伊個物件喺咧位有垃圾。你卡得都冇垃圾嘢啊？有垃圾嘅 ，not necessary 光頭 ，it can be 光頭 ，it also can be 上加有伊嘅物件。有上加有 ，I mean。Certain people 無 believe 啦，特別有鬼也好，有伊物件好，垃圾物件有光頭 ，can be a lot of things。特別喺你物件喺你位 that place 垃圾。So that's why 你講卡。你講卡咧變咗 clarify 啊。That is based on 老人講嘅。Now
但是你講卡迄個物件咧，就俾上流講嘅啦嚇。咁咩？但是卡迄個物件咧，就是你嘅目睭有達人會看到嘅，有達人未看到，特別有達人會看到嘅就是真係 rare。At the same time，無 actually 未使看到安尼物件，看到安尼物件就是歹空頭啦。就是 when 你講卡迄個位嘅時咧。Once it hit 了時，it burst for a split second 咧。According to 老人講啦，for a split second 咧，你看到一個 burst。係咩？2 minutes，咁樣1 minute wrap up，咁樣講。我都 already 講咗。哦，你講是上嘅，你 repeat 你講老人。So 你是講，我講你第二啲係咩？未，你講咧就 boring，你講你上嘅物件，你咪講 to the point 講，你講內行寫物件是你講卡咧是有你垃圾咧，另外自己寫咩？No, it can be 你講靠垃圾，就係說被講頭 ，it can be also。所以垃圾嘅物件啦，你講卡是垃圾嘅物件。但有大人嘅目睭看會到嘅咧 ，according to 老人咧，就是你看到就是一個 bird。哦，隻鳥啊 ？Yes，一個 bird。一想啊，一個 bird 會行嘅呢。看到係咩物件？一是看到啥？你講卡是看到啥？ The point of impact。哦，我出去個看，我隔壁嚇，你咋 ？That is according to 老人，特別你假使你看到迄個物件，the point of impact，你看到一個 bird 嘅形咧，就是歹空頭啦。哦。Because actually 人 normal 人袂使看。OK。So 我應該是無招啦，特別我講聽頂節tornado 邊時候，較早一禮拜時候，差唔多，伊個我你講。卡掉嚇，我聽到介大聲嚟咋，然後我攰，我嘅 basement 轉啫。你頭先講話是係咪人啊？大粒頭，一隻 mysterious 都冇看到伊嘅，一出現啊，肯定。特別一隻，你硬講嘅幾個數隻隻，然後so 大粒頭，不，你講卡片啫啊，咁我頭好了，伊是伊個。哎呀，別使講手字可能。anyhow，伊個你講卡掉嘅時候，我唔知講伊你講卡掉嘅哇，然後我隔日出去嘅時候，Bruce 看到伊個長嚇，伊個規則，係咪聲啊？是，伊長攞柄啦，你先講這是長嚇，伊你講卡掉，等我開個 camera， 這是長嚇，伊你講卡掉一柄一抓，一柄一抓，伊個裝嘅皮嚇。裂起呢破起啦，咁咧伊個你在長嘅時候，伊個個口皮咯，定嘅皮，一邊一抓冇去，一邊一抓冇去，咧變咗看到成個竹粒色，青竹粒色呢。因為貴司機會托價嘅了，成個叉吹，嚇伊個白係 splinter 嘅了就，一司機換一司機交我 neighbor 嘅啦，對面頂嘅厝嘅啦，一嘅啦去啊，我未講得大聲。For example，上個 OK，let's say。一條路真正有問題，all these things 真正結束嘅，上個一條路呢真正結束嘅。Then I mean probability is 假使你講卡 then that place is considered okay 了咯。哦，就已經 clear 起啦，成個講啥伊天嘅燒起啦，燒。哦，我去買字啊，肯定。唔是燒，係燒起下，我去買字啊，肯定。OK，咁講整啊，10點整啊。OK，當今日我會講話嘅特別嘉賓咧，淡啊，加了是最主要鵝比489玲瓏 DL 是裝嘅嚇，大粒頭，然後是個即係咩啊？Pugi Pongpa Putu Mayom Ketupat Go Seng。加蘑蘑菇，我哋都豆嘅，加英國醬，小雜貨嚇，個小雜貨。OK， 講個平時一下，然後你禮拜兩個嚟收聽，頂一禮拜一見就是講兩聽隻 episode 冇聽頂一禮拜，幾 episode 兩個聽頂一禮拜 episode，我講個3點正啊，特別掛咗內段嚟幫，冇兩個 complain 上自己發上多。OK， 感謝啊，你咪再見，拜拜。拜拜。OK。
嘿 ，OK，到 Skype，等陣，我個做好啊，please，我個做另外一個 introduction 就是，錯啦，哈，追，錯啦，好，有，我了。聽唔到我嘅聲？等陣，我 second closing 就等陣，我 second closing 是OK，當叫我講嘅一明星啊，講嘅就等啊，特別搬咗兩隊來幫啊，然後讓一個隊起來聽禮拜個節目去聽，故意有人講未記講下名，人特別都出來聽，個人講下未，話對禮拜嘅來收聽 ，OK，我這是琴啊。OK， 吧，我這是琴，對 ，OK， 禮拜個來收聽，當然正講嘅一明星，拜拜。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嚟到嚟收聽，邊兩學嘅故意告訴第二集，頂個禮拜講3禮拜啊，頂個禮拜講無聊，但係接落去聽，這禮拜講嘅故意告訴。OK，這時候我嘅 edit 咧，แล้ว等陣我撳起屏，等到啲YouTube 嘅人呢。YouTube 人咧，你人到那是頂一禮拜episode 咧，到這邊嘅頂一禮拜其實內 episode 就在幫，แล้ว個被 subscribe 就 subscribe 就應該是禮拜冇幫助很屌是個通知咯。OK， 拜拜 ，Skype 啦，I mean YouTube 啦，拜拜。OK，end stream。Bye。